平安今仔日是6月一定来开始哈，我讲毋对去哈。今仔日是当时煞袂记，民国几年还是西元几袂记。我个定容哈，美国时间，美国时间。今仔日是7月初9嘛哈。好来，大家平安今仔日是7月初9，2022年也是咱第42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真难得，咱会当邀请到顺天美术馆的即个馆长陈辉良先生要来甲咱回顾即个剧甲展的即场顺天美术馆的个别展3冬前，大海的迄边，顺天美术馆举行最后的个别展，600外百价值连城的台湾画家名作，个别因的主人甲人客搬转去大海的迄边，是啥款精神？因的主人无甲因留互因家己的子孙，搁反腐因的后代就无受报赏。送因予台湾国家美术馆收藏。顺天堂的老头家安尼讲：药物医人心，文化伫人心。巷仔内的历史家安尼讲：柯宏源毋干那是一个收藏家，伊是一个固守台湾文化的人。辉良馆长甲2019年个别展号名做剧甲展，因为个别毋是结束，是要保全台湾人画家的美术拼图，是咧期待台湾美术新的开始。这是一个听台湾的台湾人死夭折讲话的故事。咱做伙来欢迎陈辉良馆长哈。陈辉良馆长吼，我想要甲介绍吼，有3项啦吼。我先讲第一项吼，伊移民来美国的即个经过吼，含大家真较无共款吼。伊本来是伫台湾是读迄个化工吼，走来美国佚佗吼。所以忽然间感觉讲，哦，伊对历史真有趣味，所以伊搁按即个大学部的即个 BFA 开始，你也毋通咧搁读 MFA 吼，所以伊迄个经过含即个咱的萧泰人教授小可共款，伊拢偏偏去读迄个 Cal State Long Beach 出来吼。第二件伊是含即个柯宏源博士吼，因应该是差足济岁，因变做忘年交啦吼，所以柯宏源博士会当甲遮尔甲伊的理想吼，一直高声讲即个科比就爱来甲斗相共吼，所以伊伫迄个中间咧成立即个顺天美术馆的即个中间，伊是馆长兼馆长所以伊对后壁遮个内幕，对遮个美术馆安怎筹备吼，甚至讲到即个尾期要安怎甲遮个图吼，要换转去台湾，找过几个单位，到尾含陈丽君较定案吼，甲决定讲要关互即个文化部吼，伊伫后壁遮吼，有咱诚侪一般人咱毋知影的故事。好，无安尼我就先甲讲到遮。甲时间交互即个陈馆长吼，所以可比你会当，我先甲遮我的 share 结束吼，你会当开始来 share 你的 PowerPoint 哈。OK。大家好，多谢梁公兄，我定叫伊梁公，伊拢叫我讲袂使，迄是台语破音是爱读梁公兄。
讲到遐，我就想着讲，阮囡仔吼，我拢甲阮狗囝伊旧年生，伊有一工甲我讲伊要饲狗，啊，我讲好啊，无你饲狗啊，伊甲号名叫做 Cody，CODI Cody，啊有一工伊一直叫 Cody，我讲哦，原来你甲号做 Cody，就是咧叫我诶名，因为我定定我可能对伊无讲足客气啊，所以伊用迄个我报复我讲我老干也小干，好啊，迄题外话啦吼。迄个顺天美术馆吼，啊，含顺天收藏吼，迄是一个足久长的故事啦。啊，因为阮到尾决定讲，甲迄个收藏吼，搬倒去台湾吼。啊，最后一个展览，因为我感觉迄本来是一个剧就是有故事嘛。啊，所以展览参故事结合，所以叫做聚遗产。啊，迄个展览的设计吼，毋是像一般的展览，因为我甲美术馆啊，从迄个顺天收藏吼的来龙去脉吼，要讲互清楚，毋是一个展览，毋讲互清楚。啊，你办展览是展览图对，但是你要加入故事，啊，而且这个故事有一个延续性嘛。啊所以我整个设计的方法就是讲，甲迄个记忆站吼，甲从头到尾来龙去脉，从头到尾和以后会发生的迄吼，拢甲结合在一起。所以，迄个展览毋是一个固定地点的展览，迄个展览参时间的进吼，啊参伊的迄个过程吼，迄拢是展览的一部分，所以叫做记忆站。哦，所以迄个刚开始有一个我对个展览有一个足大的迄个癖笑吼，所以我开始用迄个封面记忆展吼，为入梦、追梦到圆梦。为头讲起啦吼，就是讲啊，当然迄个展览内底你会当看到为区域啦、记忆展吼、啊记者招待会、俱全的艺术论坛到有足地阶段吼，啊，迄个阶段内底拢有足侪相片参 video。哦，可能。哦，所以阮到尾甲迄个所有的美术馆的资料、美术馆的过程吼，美术馆资料甲藏入去迄个云端吼。啊，即马台湾的文化部吼，伊即马甲顺天美术馆的迄个网站吼，啊参迄个记忆展整个过程吼，正式纳入去国家的迄个网站内底，但是还袂讲完全啦。哦，我即马开始讲吼，为头开始吼，我先讲一个背景啦，因为我参看完博士吼，那像龙光遐吼，介绍我迄阵讲着我读化工，啊来到遐为 BFA 读到 MFA 着。我第一遍通看完博士熟悉迄阵吼，是因为我要去要读 MFA 的时阵，要入去大学迄阵吼，我先办一个展览，啊，个展览有讲参台湾228的事件有小可有关系啦。因为我来到美国发现讲，啊，我还连228事件所有的文献资料上面拢毋知，所以我去图书馆，我发现讲，哦，咱228事件有足侪过程，啊，所以我开始用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方法来阐释这个228的过程吼。但是讲我毋是咧写历史，艺术展览毋是参历史无关的，我是种创意性的。啊，看完博士伫报纸有看到迄个展览，所以敲电话互我，甲我讲伊要吼收藏我一个作品。啊，我讲你要收藏我一个作品会使啊，所以我就摕迄个作品去了。去到伊遐的时阵，我看迄个老大人身体若无好，因为伊鼻孔吼一定挂着一个氧气管的迄个输送管伫鼻子内底。
我讲啊，你身体是无好点，伊讲伊身体你一定发觉有肝癌啊。但是伊足欢喜诶，我讲，等时呢，来，我甲你介绍我诶收藏，啊，伊就我讲，李梅秀啦、陈澄波啦，啥物啊啥，啊，伊看我硬硬啊，伊讲，啊，你遐个人你拢毋捌？我讲我毋捌，因为我是半途出家嘛，对，我先为化工转来艺术，啊，伫台湾咱嘛知影，咱伫台湾迄个时阵并无本土教育嘛。你过程你嘛毋知，当然你对艺术较搁较无熟嘛。迄个我骂讲，啊你毋是做文化事业的，对无？你读艺术做文化事业，啊你该对家己台湾的过去，遐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你可能无了解。啊，我可能较少年，我可能讲，看完你博士，你收藏遮济作品，啊，囥咱壁墙角下的起网，安尼敢对？伊讲无，伊就做欢喜，等时呢，你来遐坐，我甲你讲，我有我的理想。伊讲遐所有的收藏吼，拢毋是因库家的收藏，拢毋是因子孙的遗产，有一天爱交转去台湾人的手里。我听一个愣在那边讲，咱台湾有一个年纪遮大了，长者了，学里上了，啊伊安尼会当有一个足好诶，迄个想法，讲遐个收藏拢毋是台湾人，拢毋是因库家诶，有一天交到台湾，所以我会参与真有个，因为我讲话较无客气啦，我讲话较无厘头，较爱开玩笑，所以讲。但是迄个时阵我是真感动，所以我讲，可惜我甲你讲啦，我尽量来帮忙。啊，我就讲，你身体若无好诶看，你讲迄个肝癌吼，我讲，你敢有爱食鱼？因为我足好钓鱼，伊就讲，我足爱食鱼，我讲好，我有一工钓迄鲈鱼吼。fresh water 的迄种鲈鱼吼，我伫二万人应该拢知影，乌布里就有2个湖。因为我较早来到美国吼，迄阵30几年前，所以我上早去遐钓，我发现哇，迄鲈鱼足好钓。我透早5点我去钓，半点钟我会当钓五六只，逐只拢差不多有5、6磅。我就讲好我掠来互伊食。有一工我就真正去中央去钓，钓一只我就安尼囥踮咧水桶内去活诶，我就下去因公司了。要去因公司拄着因查某囝莫里莎，伊讲但是呢，你掠啥物好康诶？我讲我个钓着个鲈鱼，恁爸爸身体无好吼，我掠来互伊，因为鲈鱼对手术上啥是补血嘛。我掀起来有看，我鱼遮大只，个活活的。伊竟然甲我讲3念，知讲，迄无一样，我定食。讲奇怪，迄鲈鱼扣水鲈鱼吼，正水的，要钓着足困难钓，迄不时去钓2、3工嘛，钓无半只。我想奇怪，较有可能。我讲，我就感觉奇怪，我讲你是啥物？因为迄伫市场上你嘛买无嘛？伊甲我讲。佫有一个朋友定定掠迄种鲈鱼来互食，我讲，敢是倒一？迄个朋友敢是啥物人？伊讲对，我讲夭寿啊！恁食我一档的鱼，竟然毋知影讲是拢食我的鱼。其实个朋友参我足好，伊可无甲讲清楚是我啥物人，阵，所以我参看完结缘吼，其实是一当前有迄个语言伫内底。但真可惜的讲，看完博士迄个身躯足歹的，所以我感觉讲，我答应讲，甲完成伊的梦了。其实第1代吼到第2代、第3代，其实一定足困难的。
因为尤其到第二代吼，迄个压力诚大。好佳哉是讲考完博士的太太可能文，女士参大汉囝吼，招生遐吼，因足支持，讲要完成考完博士的遗愿，迄个伊的愿望，有一天要交转台湾的手里。所以我讲无安尼啦，我尽力甲你用，我嘛无爱造成恁的足大负担，所以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义务的，然后就帮他建立这个美术馆，然后要怎么去完成迄个安那甲迄个收藏交转于台湾人的手里，但是。这个代志其实足歹康啦，因为这个压力真正诚大。尤其你讲到美国要用一个美术馆，这经费的问题怎么办？然后你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那你怎么去完成？所以，我有一个构想讲，我要做足爽，我甘愿落做的时阵，我要甲伊整个过程用互家己足欢喜。所以我开始不按这个正一个足正常的方法因为你美术馆要成立参迄个整个运作展览创啥，你无可能会当做嘛。尤其讲要靠一个家族，尤其我嘛无爱互因第二代有足大压力伫个，所以第一点，我来互家己欢喜做，要安做足爽快。所以我感觉艺术就爱有意思啦，做好有意思。所以我开始做个构想就是讲头我甲恁讲有一个 big picture 就是为迄个构想个为头开始，我有一个足完整的想法，就讲我要安怎交转去台湾。但迄个过程我一定要互家己做足欢喜。要安做足欢喜，就是要有故事性。迄讲的话头长所以我可能爱较紧入去迄个整个剧展的过程因为迄个剧展本身就甲由头到尾来龙去脉做一个足完整的介绍。恁若讲想要了解的话，恁会当入去迄个网站你会当内底足侪物件，恁会当看，因为敢 video 差不多有成百个，所以无可能会当伫遐互恁看，因为 video 的 file 诚大。OK，咱倒来讲到迄个剧展当然你办展览，你就是要有一个记者招待会，你该先讲嘛。但是连记者招待会我开始就想讲，我不要像就一个很公式化的，我开一个记者招待会，然后就是宣告这个展览，然后就是排站，大家照个照相，然后当播作播的。我跟记者讲你要提出问题嘛，爱有艺术啊，爱有艺术要翕相嘛，唔通讲安尼，拢爱大家就好像我们到一个观光区，然后到此一游，我不要这种样子，我要另外一种形式。所以打开始咧，剧展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其实我就当 LA 找一个做有艺术性、做有艺术的一个咖啡厅，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咖啡厅请这个记者来。然后我们就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然后一边把这个信息发布出去。你也当看到，我们就在这家咖啡厅做一个沟通所以其实这个方式蛮好的，因为记者也当无什么，因为刚开始我跟讲，你好像等要提出问题我不要你问说那些你们要报道的东西，我要你们提出的问题是比较人性化的问题。所以其实讲，我嘛感觉整个记者招待，我感觉参记者那个互动，我嘛感觉真有意思。记者嘛非常嘛感觉有意思，因为我甲记者讲，等迄个记者招待会了后，展览以前，我有一个记者招待会，我嘛有一个艺术的论坛。那艺术论坛，阮个请肖雄瑞我讲伊是肖大侠，伊真好讲伊算咱台湾的艺术界的一个名嘴啦。
就是这个就是萧崇瑞。其实萧崇瑞参阮顺天美术馆吼，嘛算有真大的因缘啦。因为我第一个展览吼，我就倒去台湾找伊，因为我是读艺术历史的，所以我感觉我需要一个艺术历史对台湾艺术历史较了解、较代表性的人物来。因为我有出一本艺术的册嘛，做第一个展览的一个纪念册，纪念册。啊，所以我倒去台湾找萧崇礼，其实我已经写差不多啊，但是因为我感觉我无代表性，所以我叫萧崇礼啦吼，伊会当出面啊来做一个修改了后，啊用伊的名来发布。所以阮参萧崇礼吼。第一个展览就参与有关的，啊，上尾个展览嘛参与有关的，所以由尾头对到尾。迄拢是记者，迄是联合报的记者啦，吼，啊，这个毋知倒一个报纸的记者，啊，所以连记者到尾嘛对去到艺术论坛吼，啊，艺术论坛就是伫龙光兄的厝举办的。哦，这个艺术论坛你会当看到，这个上你应该有心嘛？两根两根兄，你敢要插来讲恁伫厝里办遐展览？你看遐菜吼嘛，真有意思。这个是迄个拉面吼，你看，因为我甲拉面甲一寡人讲，啊，你若要下菜来吼。因为有一点像扒拉的性质吼，啊，所以迄个拉面干嘛有准备一道菜吼，这你看迄个菜嘛真有艺术。两根遐你敢有要插进来讲一些话，还是不用免啦，我想你讲安尼足精彩吼，你继续？OK，好，讲落去嘿，嘿，安尼我有快马加鞭个过去啊，哦。啊，所以咧，艺术论坛就是讲，请一寡艺术家吼，啊，参艺术文化有关系的人做伙，啊来讲台湾的艺术，啊因为我嘛感觉讲，伫美国吼，艺术界文化界吼，咱的资源不是很多啦，所以我嘛希望讲借着萧崇的伫台湾艺术界的迄个资源吼，会当参海外人有一个对接。啊，会当帮忙吼，伫美国的做文化的人吼，有一个较好的管道，会当发挥伊的功能。哦，这个肖雄咧，哎呀，足侪艺术家啦，哦，这个拉米嘛，哦。啊，梁光兄嘛真熟个，伊讲啊，迄个记者招待会吼，要请我们这些，因为艺术家既然遮济共聚一堂吼，伊嘛希望讲艺术家会当众啊，会当挥笔吼，来做一个即兴的创作。我觉得这是梁光兄的后生吼，将吼，为足认真的，足认真的创作。啊，张良跟我讲，啊，你 coffee 啊，你较歹参与，我笑了。啊，我迄阵个看到这个含笑的画家拉米吼，伫遐咧笑啊，足趣味念，所以我甲他讲，啊，好啊，我无阮来我参拉米吼做为未来啊。我的加入这个创作，其实我就其实我可用那红酒哈，我就把这个红酒哈沾这个画笔，在这个画布上涂布一刮红酒，其实就酒香了。其实我弄进去的是一个 3D 的一个香味。然后拉米也是即兴来创作，所以我们就共同创造这个作品，所以这个作品我们叫做小玉了，哦，你可以看出这个哈，所以我就在那边写下来哈，说原来我笔洒酒趣，
酒器吼，啊，纳米纳米是用名片吼，啊，沾这个acrylic 的迄种颜料啊，创创造吼，所以我说纳米我用千名片印招吼，招颜甩色吼，一叫春哦。不小心就出了轨哈，牵手抛砖引玉哦，一场误会才产生了妾身，名叫小玉。迄个作品哦，到尾啊，本来我想讲，哇，迄真有意义的一个创作哦，作品哦，我本来想把它收为己有，到尾啊，我想想，其实这个记忆展为什么会有记忆展？这本来就很多故事性，那每一个过程中产生很多高潮，产生很多一个故事性的记录，那也算是一个一个史记的东西。所以这个作品其实也加入这顺天的收藏哈，捐赠回去文化部其中一个作品呢。当然到最后他们要求大家，我不太习惯这个，可是他们要求说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做一个合照，算是做一个纪念呢。那后来这个这个艺术论坛了哈，在这展览之前哦，我们就也有一个叫做季前的一个绘画哈，其实这是用我家里的，我家的，这是我家的后院。我为什么设计这个到我家做一个聚会，当这个艺术论坛之后，所以连记者拢对要到阮兜。他记者有迄个记者招待会哈，到米基艺术论坛，甚至到我家的那个整个过程哦，因为到我家这个过程哦，我是有设计是，因为台湾有派一个摄影团队来嘛，啊，摄影团队来哈，我就利用我家的那个的地方哈，这个聚会哈。请这个有参与的艺术家啦，或者什么像焦信兄啦，还有讲这个拉米啦蔡慧香啦，我也希望说借着这摄影记者什么摄影团队来到这边也访问他们，然后制作一个 video，然后加入这个记忆展里面，所以整个过程除了展览的本身，还有过程的本身都有一个记录。有一个记录伫内底。这个红蓝山就是洪瑞麟的儿子，他是一个伫加州摄影的一个算是蛮出名的一个摄影家了。就洪蓝山是洪瑞麟的儿子。哎，我讲吼，哎。飞龙啊，你以后，Kobe，你以后介绍我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是洪瑞麟的儿子，要讲说洪瑞麟是南山的爸爸是洪瑞麟，因为他每一次我介绍他的时候，都介绍这还是洪瑞麟的儿子。当然，他觉得说他本身也要对自己人生负责哦，就是说既然是红水林的后生，伊嘛要名下红水林的民主嘛，所以伊感觉他自己要有一个成就，他这个成就能够让他有一个 identity，所以以后我要介绍伊的时阵，拢先介绍伊，他讲呃，洪瑞麟的后生是红蓝山，所以你到尾仔，我感觉嘛真趣味啊，因为每一个人拢嘛有爱有伊家己的pride，他们的 contribution，迄是一个人的人生的价值嘛。所以咧，剧一展开始迄个封面其实我用4张图来组成的一个陈澄波啦，李梅秋啦，严水龙，哦所以组成了一个看板呢。
然后这当然里面这个整个记忆展最重要是讲入梦、追梦到圆梦。那因为有文化部啊、台湾书院啊跟顺天美术馆合办的一个展览。哦，你会当看到迄张图，其实是为颜水龙哦，颜水龙啦，李梅秋吼，参陈澄波吼构成了一张图。讲到迄个记忆展开始哦，当然你讲要来龙去脉的交代吼，所以其实我参看完博士练士吼，差不多一两冬吼，我袂记偌久啊。毋知一冬还冬半吼，伊就过身去啊。所以过身去吼，我伫伊的坟墓的头前吼，做一个铜牌的铜迄种叫做啥？墓碑的一个浮雕。其实顶原写吼，药物医人生吼，文化也人心吼，迄是孔王博士甲我讲的伊的理念。当然，迄句话是我写的啦。我伫个墓碑吼，放一个，就是讲，你会当看到遐个物件吼，是汉字的经吼，浮在外，伊参因太太吼，手牵手的，讲伊有一个愿望吼，迄个收藏爱交转去台湾吼，但是即马迄个收藏暂时伫顺天美术馆，因为伊有一个理想，就是讲药物医人生的文化也人心吼，就是讲。伊其实嘛有一个愿望讲吼，先伫美国吼用一个美术馆。其实我参伊讲到伊在生阵，我参伊讲到迄个理念的时阵吼，因为你要甲迄收藏要交到台湾时间啦，较会讲，因为圆的变也毋知啦，所以先爱好好保存迄个收藏，要甲迄个收藏，互伊伫一段交到去台湾的时间，会当互伊发挥伊的功能。当然，美术馆是一个构想啦。所以迄个韩竹金吼浮在外，就是有一天他要落地生根，回到台湾的意思。因为你看伊吼，当初我讲迄个药物医人生文化也人心，迄个想法的时阵吼，有讨论到美术馆的时阵，孔元博士吼，伊人真急啦，伊嘛知影伊的身躯吼袂当动作久，所以我当参与。讲到迄个构想吼，美术馆的观念吼，2礼拜后吼，一定请建筑师吼，本来伫拉古拉比就块地吼，其实迄个地是一个加油站的地啦，已经无做加油站，因为加油站倒了后，因去买个地，伊就想讲无我用迄个地来起一个美术馆，2礼拜伊就请一个建筑师吼。甲迄个马克都把迄个模型哦，美术馆模型拢了几啊万块随去甲用出来。我2礼拜去看伊，我讲但是呢，我一定有一个构想，我迄个美术馆哇，你骹手爱遮紧。当然到尾是迄块地吼，下底发现有一点污染啦，污染就无可能会当下用到尾过身了后吼。欧巴桑是足关键的人物，伊要完成因先生的愿望，焦信遐嘛是一个足重要的角色，因为伊嘛要完成因爸爸的交代，所以我若讲孔元博士伊毋是一个收藏家，因为伊无迄个背景嘛，但是伊是一个收藏界。内底收藏家内底足好的典范，安怎讲呢？因为伊毋是讲一幅图足价值，开讲伊对一个艺术家有特别的喜爱，伊去收藏。伊毋是伊刚开始的构想就讲我是一个足平凡的人，我要安怎去收藏遐物件，所以伊开始就是有一个构想，就讲我想。替台湾留一个文化遗产落来，
因为迄个时阵，伊等于吼比台湾的美术馆吼，台北美术馆、足侪美术馆较早去收藏，台湾前辈画家、台湾的遐个图的一个收藏家，所以伊的收藏变做伊变做是一个，我感觉伊是一个足，伫收藏界是一个足好的典范啦。因为伊用爱来做一个收藏。啊，赵信兄吼，我感觉伊是第二代吼上好的典范，就讲伊有迄个关怀的有迄个心吼，讲要完成因爸爸的愿望，也袂感觉讲遐个物件要管喙，心疼啊啦。伊感觉讲我个当管喙，我会当抛砖引玉。会当互台湾人了解讲咱台湾嘛有是足好足侪足好的艺术的作品。讲到孔元博士吼，其实爱先提起柯林伦女士啦，就是讲孔元博士的牵手吼，欧巴桑吼，欧巴桑真欠卡。其实台湾，咱知影孔元博士是顺天堂科学中药的创办人，但伊捌做过咱台湾的药监署的处长，所以台湾的迄个医药管理法吼是由伊开始推动出来。但是顺天堂科学中药吼，迄个其实是欧巴桑经营的，所以欧巴桑迄个人真有。除了能力真好，嘛真有心啦。伊甲我讲，其实伊是比孔元博士应该较早过身。我讲啥呢？伊讲孔元博士吼，伊虽然有癌啦，肝癌吼，但是其实伊的身体比孔元博士较歹。但是有一个足重要的原因，伊比孔元博士加活几若冬。安怎讲呢？我会当看出讲，一个人有一个愿望吼，有一个愿望一直咧追求吼，因为伊想要完成伊孔元博士的愿望嘛，所以这个生命力吼会当有遐产生咯，互人会当搁坚持落来。所以我为可能如所巴上吼，生活会当看到拢人爱有愿望。会活较久，所以伫记者招待会吼，我定讲，大家去倒转去做梦哦，你有一个人生，有一个目标，人活了，有价值，你有价值，你的生命力加足强。咱讲到吼，讲到孔元博士，咱会当看到遐吼，就讲柯洪元夫妻的一张图吼，迄个其实迄是作品啦，迄其实是李梅秋吼，李梅秋替因画图。讲诶，李梅秋吼参孔元博士的交嘛足趣味诶。一幅图吼，是画因夫妇的图。其实孔元博士并毋是要叫伊画因的肖像，因为因拢是一个足虔诚的基督徒。伊想要收藏李梅秋的作品，但李梅秋甲讲李梅秋家境袂歹啦，所以李梅秋吼伊足我感觉李梅秋足大的成就是伊为台湾妇女吼，早期台湾妇女，伊为足侪民间吼，厝边隔壁的妇女吼，伊为足侪台湾妇女的肖像，应该作品啦吼。所以你讲去李梅秋美术馆吼，你会当看到伊画足侪台湾的妇女，作品足侪啊，我想真拍着。我捌去参观，我捌带我爸上倒去台湾吼，去三峡去参观李梅秋的美术馆吼，有看到伊遐的作品吼，伊甲台湾人妇女吼，这面腔的变化吼，画啊足传神咯。但是咱会当看到讲咱古早台湾人的妇女是啥物样？讲来小可
小可嗯，较较，我定定咧笑讲，念看台湾较早妇女的面相吼，参即马台湾妇女的面相无啥共款。台湾即马妇女的面相，台湾即马女性吼，足欠佳的比查甫的能力加足好。啊，当然，咱男性可能感觉无的确，但是咱看到咱台湾的近代女性吼，的面相参古早的面相吼，古早面相较忠厚啦，讲较歹听是较好待，好待可能较无尊重哦，但是迄是一个足传承的表达的方式，所以近代女性是真欠较真有智慧，真有能力。啊，讲起北投吼，因为科王博士一直要要求李梅树捐赠伊的作品嘛，但李梅树因为伊无会卖作品啊，所以伊甲讲，我说卖啦，啊无我吼，甲恁夫妇吼为恁的诶两个夫妇吼，坐踮遐甲恁画一个作品互恁。啊，当然讲原博士讲啊，无戏戏嘛好啊，所以就互因画一张。但是较会讲，佫有另外一张出来咧，因为考原博士讲啊，我明明是要收藏你的作品，啊，你画阮两个人的肖像哦，其实毋是伊画的，所以伊嘛一直甲录哦。啊，看恁妹就佮甲因后生讲，哇，迄看原博士有够录啊，一直讲要叫我卖作品。啊，伊安尼甲啊有一工吼，迄个考王博士嘛一直甲讲，啊，你爱卖我作品创啥？啊，伊看着可能女士吼，伊讲伊可能做伙啊，伊讲柯太太，你穿迄个图，迄个衫吼，啊，参你的整个真水啊！我无安尼啦，我无我搁甲你画一张，所以当然迄嘛伊推辞讲歹卖作品互孔王博士的一个巧妙的转移话题，所以较有产生的第二张为孔王博士的太来牵手吼，可能女士迄张图。其实吼有一个意外的吼，即张图吼，到尾啊，我有去拜访因的家族的站吼，因后生甲我讲，其实吼，即张图吼，即个作品吼有另外一幅完全共款。安怎讲呢？因为因后生讲李梅树李梅树咧画腹图的时阵吼，画啊到差不多80-90%的时阵吼，伊感觉安怎修改拢袂当达到伊的完美性，所以讲即幅图吼，伊无办法吼，继续安怎甲修改，当润饰会当变做伊会满足李梅树伊的 standard， 所以伊干脆回头去定位，所以即幅图其实有2幅，啊到尾啊，迄个本来吼画无了的幅图，其实嘛画差不多90% 啦，到尾啊本来嘛讲要捐，要抛砖引玉嘛，要捐倒去。嘉义去顺便收藏内底，本来答应啊，但是到尾啊，若想有啥物因家族内底有其他意见啊，所以暂时搁下。啊，讲到美术馆，到尾啊有3张李梅树吼，迄是李梅树3张50号的图，李梅树接大幅的图吼，啊，佮画迄个话题吼，像你伊画鱼市场吼。一下刷去啦。主题吼，对李梅树来讲，咱拢研究李梅树的作品吼，伊画个主题其实足少啦。啊，啥人较有这350个图收藏伫顺天美术馆的作品内底，收藏内底，是因为孔王博士伊李梅树画
话可能女士了后，你看完破事嘛无要放伊煞，嘛继续甲撸。啊，撸啊到尾啊吼，因为你梅树的身体无好啦，啊，看完博士因为顺天科学中药嘛，我定定会顺天科学中药去互伊，去互伊照顾身躯嘛。啊，到尾你梅树吼，伊甲因后生讲。迄个靠信息吼，真有心啦。啊，伊吼嘛讲吼，伊迄收藏吼，伊是替台湾人来留一个文化遗产吼。啊，伊感觉吼，安尼我嘛是应该多互伊收藏。好，有一间伊就甲看王博士讲啊，我决定讲，互你收藏我的作品啦。我看完博士足欢喜啦，去伊个讲啊3张，意思讲3张互你拣1张啦。啊，看完博士甲订青年，这3张拢冇会走。啊，你袂像嘛无法度，迄3张拢冇会走，结果是安怎到尾啊？顺天收藏内底有3张50岁李梅树的作品，迄是足难得。其实李梅树的作品。咱莫讲伊艺术上的成就啊，因为台湾前辈画家吼，伫台湾历史上占一个指标性的，所以台湾的前辈画家作品到今嘛，近代吼迄个价格吼足悬啊，足大。啊，所以台北美术馆无李梅树遮大张的图，伊本来是想要阮捐赠一张互因，但是阮感觉还没有 ready，所以便无捐互因。当然到尾啊，整体捐倒去台湾吼，迄是经过20年，差不多20年后的代志。啊，我参看王博士吼，熟悉伊有一天甲我讲，但是呢，你给我做一个铜像好无？我有一点纳闷了，讲，其实你是基督徒吼，啊是安那？你知影基督徒无拜偶像嘛？啊，你是安还要做家己的铜像？但是伊金经我看吼，伊也无讲话啦。啊，其实我会感觉讲。他知道他生前哦，大概大概看不到美术馆的成立啦，开讲那个修动当高登的台湾的手里，所以他要看到，他有心哦，想要看着讲啊，伊的那个遗梦，伊的理想啥会当完成，所以。可能借这个铜像有点忙哦，他也要眼睁睁的看到这个他的理想完成，所以我可能觉得他有这个意思，所以我说好，那我就替他做这个铜像，因为我不太做这种东西，因为我既然从台湾从化工转到艺术，艺术的创作的理念上，对我来讲，并不是做这个作品，开始讲。我就是找一个 style，然后就建立我自己的一个 style，然后让自己有一个 identity。我创作的方式不是那种样子，所以我甲讲博士讲，我不会替人做的，但是因为有另外的缘故，我答应甲做。阵身体做歹所以我每一礼拜吼，差不多用一个2、3天的时间吼，一天去伊 office 内底引导啦。一定倒去到身体上做歹，用差不多半点钟的时间吼，爱去解淡遐，我就用粘土去捏它的造型。我在捏的时候，我发现说，奇怪，你头壳开始纳一捆。伊讲吼，个我有一摆伫台北吼，伫街路咧散步，互一个小的脚踏车吼，一个砖仔头吼，包报纸牵过来，甲我撞着头壳。你头壳哪一困哦？你敢要照上还是讲？哎呀，嘛爱照做因为吼，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吼，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哦，当然要保留历史的真实性嘛。所以
迄个铜像后壁真正有纳一窟。啊，郑丽君来美术馆哦访问的时阵吼，我讲哦，伊头壳哪一窟？啊，郑丽君讲，无的确吼，遐牵一个吼，伊突然哦灵光一现哦，感觉讲他就是要把这个收藏哦，他只要做这个一个平凡人要做一个很不平凡的事情。我讲哇，郑丽君，你这想我像我讲法，我嘛是甲讲哦，无的确吼，因为你讲一个，你我讲一个头壳吼，啊你煞开窍，感觉讲哦，你会当做一个对台湾真有贡献的代志。所以迄是题外话，但是一个故事吼，就是讲创造咱足侪联想线。哦啊，交信遐吼，迄人真古意诶，真刁滴啊！我当时有当时足想要甲对落，我足歹剃头诶，但是伊吼，伊着逐项拢无要出风头，逐项拢无要出面。啊，所以我拢爱甲设计，拢爱设计讲安尼，互伊徛出来讲，因为伊是代表性诶人嘛，所以纵使阮倒去台湾吼，倒去台湾参加迄个开箱典礼啦，啊去到尾啊去倒去台湾吼，因为文化部有捐赠有颁咧孔王博士一个奖哦，要叫伊倒嘛是拢爱甲设计，啊伊要互记者访问啦，还是讲要互电台访问哦，哦。我拢爱甲搭后壁甲塞足几较要出去，伊是个足低调的人，但是我讲伊是收藏界吼第二代是足好的典范，就是讲伊真正有心哦，感觉讲啊，迄爸爸的交代，啊，我着爱甲完成，啊，完成伊也无计较啥物，伊就是啊，我会当迄个美术馆到迄个收藏会当行到遐吼，最重要嘛是因为交信兄伊讲啊，爸爸交代，甲迄个五万交伫你的手里念啊，我做一个大汉囝，我甲支持啊，我嘛是爱完成爸爸的交代，啊，所以我会当做项代志，我会当。无啥物牵挂吼，啊无啥物包袱，我会当照我的方法去做，去促成迄项代志诶顺天收藏会当倒去台湾，整个过程嘛是因为伊的支持，伊的交代吼，所以我嘛当甲完成迄项代志。所以我讲伊伫背后吼是一个算第二代是足好一个典范。所以内底足侪故事吼，恁会当入去足侪文字的技术啊，所以恁会当入去个网站来，了有趣味，会当入去内底浏览吼，会当读着内底写的物件。迄是阮第一个展览吼，头我无讲，我倒去台湾找小松咧，用伊的名义来出版一本册嘛。哦，迄叫美丽岛上的新艺术界运动。其实我第一遍小熊咧，有一个教授教手啦，就是讲我写了后，爱互伊润笔了后吼，因为伊甲迄个态度吼，迄个展览态度叫美丽岛上的新艺术运动。对我来讲，艺术是。包括美术嘛，因为咱咧讲美术，定讲是完美啦，美就是讲真善的。其实艺术内底应该包括水、歹、爽啊，因为应该全部包括在里面。所以其实伊互我的态度是美丽岛上的新美术运动，啊，到尾我改做新艺术运动。伊那叫 Kimoji 嘛，无讲什么弄到新艺术的这个新美术运动吼是有一个历史的史迹，因为用艺术历史的角度来讲，伊爱坚持讲爱用美术。啊，我可能无想遮济，我想啊，无要紧啊，你讲美术个美术，啊，我讲艺术个艺术。啊，其实迄个封面吼，迄个封面是我用的啦，因为我甲所有的艺术家迄个明信片吼甲剪贴吼做一个封面的迄。迄是一个到尾我甲裱起来吼，因为迄个 original，所以即个嘛，足侪文献资料嘛，阮交倒去台湾。
咱讲到即个廖继春啊，廖继春是台湾一个足重要的艺术家，野兽派嘛，当然，假如我讲，伊有诶野兽派诶迄个风格软趴趴就是讲艺术因为艺术有足者运动嘛，野兽诶运动其实是一个社会批判性的一个运动，所以是一个足尖锐，但是用大色块无迄编剧的迄个一个种表达方式所以是用的颜色嘛足沉重，但是廖继春伊是取这个野兽派内底一寡成分就是讲伊嘛用大色块，嘛无用啥物编辑，但是伊用的颜色就是咱台湾是一个亚热带迄个气候，咱的色彩是足鲜亮、足鲜明足热情的但是画出来当然伊画出来野兽牌的画法，伊有野兽牌的迄个手法，但是伊并无野兽牌迄个精神因为精神是批判嘛，所以假如话讲咱台湾的野兽牌就是一个软趴趴的野兽派的一个画风。其实台湾是一个接受外来文化真有深度的一个文化。我定来笑讲是菜地文化，其实咱菜地抬不出台面，但是伊内底内容，咱只菜地足好食。菜刀咱办倒了无甲伊买菜放做伙混，搁甲煮了一锅，然后大家当带倒去厝里。虽然抬不出台面，但是它是一个文化融合，真正融合的一个新生文化。所以虽然菜地文化抬不出台面，但是它其实有很深厚的一个融合性、包容性。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 identity 啦。所以我定来讲台湾文化，你爱有一个 identity 无得靠讲。你爱甲较早的文化，因为咱台湾文化参中国文化有一个足大的 link 伫内底，所以我定来讲台湾文化应该是一个接机的文化，咱无一定爱甲母根断掉，因为你接机就是讲你有日本文化、欧美的文化，咱台湾因为对中国文化一个认同的问题。所以对外来文化是囫囵吞而且能够真正的融合在一起。很多其他国家的对多元文化大部分都排列性的，就排列性，然后就像美国，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的，可是它其实不是一个融合的文化，它是一个排列的文化，排列在旁边的。它真的影响到很深入的就在这地球上其实台湾是一个真正代表性，一个对多元文化融合性最深度最包容性最大的一个新生文化，所以我感觉讲，迄是一接机文化。接机文化是一个新建，新建就是有一个 identity。迄拢是你廖继春的作品，美术馆收藏嘛，收藏袂少廖继春的作品啦。陈澄波我即摆可能足紧个，因为内底足侪文章啦，内底迄可能伫 website 顶会当看到。台湾顺天美术馆收足侪着前辈画家的作品因为孔王博士伫迄个廖继春咱个倒转讲迄个廖继春因为孔王博士参廖继春是共一个教会是和平教会的教友嘛廖继春咧在当时可能感觉你孔王博士你个会得过嘛，因为你一个顺天科学中药的制药厂嘛，所以手头较方便。所以甲孔王博士讲你来帮衬台湾的艺术家收藏伊的作品安怎？所以孔王博士开始收藏的时阵是为廖继春的鼓励。
了解出的鼓励吼。啊，当然到尾仔伊开始收出厝语的时阵吼，伊就看到咱台湾的艺术界讲，谢里发出的一本艺术的台湾历史的艺术诶一本册吼，是台湾艺术界的圣经。啊，孔王博士定定就是摕伊本册吼，啊内底讲着艺术家吼，伊就开始想办法去收藏。台湾艺术界遐艺术家对孔王博士足感谢，就讲吼，伊讲啊，可惜就来到阮兜吼，伊讲足劳心劳力吼，啊来到阮的厝内底吼，啊，伊讲无一个收藏家吼，因为迄个时阵吼，迄个时空背景吼，根本艺术家足困难生存，啊嘛无可能讲有人讲要收藏作品嘛。伊讲一个收藏家会当来到厝内底，啊，对伊安尼客客气气足尊重，啊，作品要收藏作品吼，啊，互伊敬，啊，伊敬了吼，讲贵吼，拢无咧出价，甚至伊搁加互伊较济钱。所以台湾足侪互作品互孔王博士收藏的艺术家，对孔王博士足悼念吼，足怀念，就讲啊，孔王博士真有心。哦，蓝荫顶啦吼，啊，当然迄内底就讲，迄即摆甲你用的其实是迄个纪语展伫顺天美术馆现场的一寡展览的作品啦。哦，倪蒋怀是台湾吼，应该是算来应该是上老的艺术家啦，前辈画家内底吼，倪蒋怀。倪蒋怀当讲伊毋是单单是一个艺术家，伊嘛是一个台湾艺术推广的一个人，因为四川青艺人是台湾因为受过迄个日本时代吼有几啊日本的艺术家吼对台湾艺术的启蒙吼足重要啊，四川青艺人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艺术家啦。啊，四川青艺人伊鼓励倪蒋怀，因为倪蒋怀家族较有钱，因为开煤矿嘛，像淮山煤矿啊，创啥啊，伊就鼓励这倪蒋怀吼，不是只伊鼓励讲你无得靠爱去日本啊，去日本深造哦，你留在台湾，你可以替台湾做较济代志，所以伊成立一个大道埕吼艺术研究所。啊，咱台湾的前辈画家陈澄波啦，足侪人拢伫洪瑞莲，足侪人拢伫伊迄个大道埕艺术研究所内底吼，受这个四川青艺人的调教。我定定笑，我一刚好伫顺天美术馆，因为我以后就是足侪人来参观哦，啊有足侪团体预约人啊，然后我就一边讲故事一边介绍这些艺术家，讲一些艺术的典故，然后讲到你讲回是什么，我笑着讲哦，他建立一个大道埕吼艺术研究所吼，当然我笑着讲啊，其实讲研究所迄是伤过沉重啦，其实是应该讲补习班。但我讲啊，你毋通小看这个补习班，台湾所有的前辈画家吼，足侪拢为迄个补习班出来。啊，当然我是有一点比较用较趣味的方法来讲那项代志。啊，倪蒋怀伫台湾的历史上哦是非常重要。因为扮演角色，毋是干一个艺术创作艺术家的角色，伊是一个台湾艺术推动的一个足主要的关键的人。因家族吼，李蒋怀家族足老气啦。啊，讲足趣味就是讲，我讲了吼，啊，有看一对阿某伫边仔偷笑。我讲，啊，你咧笑啥物？是我讲毋对着？伊讲毋是啦，啊，你讲我就是我阿公啦。对，他的公公，他是孙子辈的。我笑讲，好佳哉，我无讲你讲我歹话。
所以就是到尾啊，我甲迄电锯拢留落来，所以咧展览内底吼嘛有讲到迄工发生的代志，我个伫遐讲你讲话的补习班的代志，啊，都因孙辈的一个夫妻在那边啊，就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啊，讲到洪瑞麟哦，洪瑞麟是台湾的矿工画家，我参洪瑞麟算有一个很好的交往的过程。伊最后的电话是我甲办的，啊，迄真趣味的故事，足侪故事伫内底。翁瑞麟吼，伊的油画无济，伊的油画吼无济，差不多30几幅。啊，伊内底有4幅吼油画吼是算叫做四大天王。差不多有30号的大啦，伊因为油画嘛无大，伊上大迄个油画就是30号，差不多30号，一号就然后一个明信片大小吼，因为咱台湾是艺术界是承续的日本的迄个方式吼，就讲一盒就是一个明信片的大小，然后这幅图大概有30个明信片大小，所以叫做30号。啊，伫艺术的市场就讲啊，你一盒几元啊？你讲一盒10000块，30盒就30万。他们大概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作品的价格的。啊，其实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方式啊，当然不是一个绝对的方式，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作品的好歹，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无得较，逐个作品拢好了。好的作品其实无济了，啊，上好的作品，你讲就用一号一号来讲，迄当讲不通嘛。所以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的好歹，其实是应该用这个方式来评断比较对。那这一张作品哦，就是他4大天王的其中一张哦。你会当看到吼，伊写较画迄种形，你毋知？其实台湾的煤矿吼，伊毋是一个足深的煤矿，伊是页岩呐，一片一片，啊，迄一片一片嘛无深啦，啊，所以你得挖一个洞吼，挖一条洞，然后进入这个页岩的时阵吼，然后他就挖出一个走廊，一个 corridor，一个走廊的时候，然后走廊的旁边就开一个洞一个洞，然后每一个洞就有一个矿工哦在里面一起喂，啊，所以就是讲啊，你一条 corridor 啊边啊拢一间厝一间厝的，一个洞一个洞，然后呢。做触别的工，你可以看到这个哦，它就一个洞一个洞。当然，它这个是到上面的时候再过的。伊做的洪瑞麟做的作品东西，它到迄讲的故事足长啦啊，伊就是讲伫下面的时候，他用水墨很快的做一些素描，他用裁缝布哦，然后就每一张嗯每一页哈，伊就是讲伊伫一个矿工下面的时候，他就是用一个台湾较早咱的呃照相机的影片哦，就 film 吼。都无一个塑胶袋啊，无一个塑胶盒吼，然后里面装底片嘛，装那个胶片嘛，然后他把这胶片拿走的时候，就在这个塑胶盒打2个洞，然后里面内底放棉花，然后放一些油墨、水墨吼。然后又挂一支笔，然后就沾这个水墨，然后把这个film 的那个 container 就挂在脖子上，然后带一个毛笔，他就在沾着笔，然后用一个裁缝布裁缝布一个做点嘛，啊，所以他就每一页画完以后，很快画完，或者用铅笔，然后用什么，他做很多素描以后，然后到上面去的时候再重新过涂，所以像这种油画都是这样完成的。啊，你也当看一空的，就是每一个洞都是一个矿工在里面，然后就点了一个照明，然后一个画。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因那时都无清，其实嘛，迄嘛足趣味的故事啊，因为台湾是也咧做热嘛，
你买物器内底吼，因为较早嘛散架，所以物器你若讲有穿衫的，迄衫到尾仔拢乌趖趖，开拢愈破去，所以其实吼拢无穿，其实拢光着绳子进去挖矿的。你会当看到吼，其实因咧穿的内裤足侪拢是日本美军吼迄时阵美军无帮助台湾的时阵吼，足侪美军的援助吼，内底面粉袋啊吼，足侪面粉啊创啥，拢用迄种面粉袋啊，内底印国民党党徽，参美国国旗，因足侪因为散架嘛，所以足侪用面粉袋啊做内裤。内裤即阵买入去矿工的时阵，佮甲内裤脱开了，然后就挂在外面，所以就变成一个一个很有趣的场面。所以咱会当了解讲吼，当初时啊，咱迄个矿坑内底吼，写实内底吼，就是讲它每一个洞都有一个矿工，然后矿工大部分都没有穿，那就是因为那个典故，因为善家个迄个时空背景吼，他们大概都是光着身子进去，嘛较快活，因为内底足热嘛。你会当看到洪瑞麟吼，他用毛笔吼，其实洪瑞麟的爸爸吼，他也是一个，因虽然开茶店的款，因爸爸本身吼，他就是毛笔字写得很好，然后也用毛笔字画一些东西，画一些作品吧。所以洪瑞麟是有受到他爸爸的影响的，所以他对用毛笔来画这个矿工哈，然后你知道毛笔画的，我应该安尼讲啊，因为你毛笔哈，就是讲你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很流畅啊，这个线条的流转或什么。所以他很多矿工的作品，很多都是用水墨哈，水墨的讲黑白的，然后用水墨，当然后来有加入一些水彩嘛哈，所以就叫墨彩画了，然后很多都是水墨画。我当时最后一个展览参红水林做会的时阵，我也有时候就跟他聊天啊，开玩笑。那我也跟他讲哦，那时候我到他家就开始选图，要用什么来做展览。那我也发现说，我就觉得说，哦，你水墨很不会弄得很流畅啊，你几笔就画出一个矿工，把这个矿工的那种里面的东西表现出来。可是我是觉我是我忘掉我有没有跟他讲问了，我就说，可是矿工其实是草草，是一个很粗犷的。你太流畅的东西，虽然我们可以看出看出这个线条的优美或者，可是矿工明明是一个很粗犷的一个一个创作的题材，你用一个很流畅的方式，其实并没有深入这个骨髓里面。哦，这就是我当时跟洪瑞麟在谈论这段，或者说后来我替他弄了一本书哈，里面就是讲他的故事，其实有点也是像写剧一样的。后来我在跟他讨论这个时候，我也看到他里面有很多作品，到最后晚期有一些作品哦。他就跳脱这个毛笔的流畅，嘛是用足粗犷的方式，有点像野兽派的那一种表现的方式，就是粗线条啦，然后这个线条也不讲究这个流利的，然后纵使上彩是很随意的。我是觉得那些差不多有一些作品哦，它大概是有一个过程的，然后到一个过程的一个年代的时候，它有一些作品是这种创作方式，
那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或者从他的儿子的跟他对谈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他到最后有受到那个欧美的一个鲁奥哈，鲁奥就是也是就画一些妓女啦，或者舞女啦、酒女啦，在这个酒家里面，他有画一些那个。鲁奥他就用一些妓女、舞女、酒女的那一些很粗犷、很，其实他那个是属于一个对社会批判的一个表达方式。那洪瑞也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他有一段时间的作品是很粗犷的，跟他很流利、水墨很流利、线条很优美的那个表现方式完全不一样。嗯，诶，所以科比，我科比，个人啊，科比，我讲，咱即摆吼，你红水啉迄个讲了吼，你啉一下水，啊，佮继续讲好无？吼，互你休困差不多几分钟啊，啊，我我佮继续讲。想我想好，不用，我就可能讲不完，我现在要加快了。好，啊，你迄个台湾话会记你讲，你讲听我讲，好，OK，咱继续讲，歹势，甲你插掉。啊，所以吼，我本身是感觉红水林一段时间的作品非常重要。对啊，啊，讲到吼。这条作品这个吼，黄金祥是红水林的大汉囝啦。啊，迄嘛是一个故事啦，因为吼，你会当看到这幅图吼，这幅图其实是洪瑞麟最后画一幅图，未完成啊，所以迄幅图到尾啊嘛有关到去台湾吼。这幅图安怎产生呢？毋知？因为我上红水林吼，准备的展览的时阵，我定来去伊的瑞丹多 beach 伊迄个公寓内底吼，参与讲的时阵，伊阵身体足歹啊啦，有差不多有几若冬拢无开始画作品。因为我开始甲讲我展览的，甲你办迄个展览的方式是啥物？是用啥物方法是甲你的人生剧里面甲融入你的展览内底。伊可能开始开始有这个 motivation 开始想讲开始嘛有迄个心上搁要画图黄金上伊嘛足欢喜讲爸爸阮若当无要上画图，伊较紧去摸一张画布来互画。我到尾较知影讲伊画这幅图其实伊伫10几当前伊就开有一个构想，但是一直拢无完成，拢放伫壁角。所以黄金上赶快甲这个图下出来，互继续画。迄张图我到尾发现伊即张图是一个矿坑矿洞内底足侪矿工围在一起来做伙啉海头画好咱啊，到尾我较知影讲其实遐个人黄金祥伊拢会当讲迄个人是啥物人，迄个是阿坤伯迄个人是啥物人，啥物人，啥物人。其实迄是一个回光返照啦，因为红水林到尾要过身以前伊可能甲过去较早的一个矿工的一个遐朋友拢叫做伙围炉伫一个矿坑内底围炉来开工创啥。足可惜的讲，这幅图画差不多到尾佫继续画差不多90几%就过身去。伊过身就是伊过身嘛是一个，我毋知讲是巧合还是啥物，因为我讲下暗敲电话甲黄金祥甲讲恁爸爸的展览我即摆有构想是安那，讲互伊听一定解说讲差不多进入一个足好的阶段因洪瑞麟伫边仔嘛，洪瑞麟经常甲我讲阮爸爸诚欢喜安那因为伊心里较弱嘛。
哦，我才讲了，伊个大家拢足欢喜，个挂下电话，过了2、3点钟，伊敲电话讲，阮爸爸过身去啊，伊就未去困，搁要困以前，搁甲洪金祥讲，我想要食一个啥物类似阳春面迄种，洪金祥个煮互食，食了后爱个去困，困了我讲好死啦，人吼求好死，洪水林其实伊身躯嘛无好伊安尼足满足吼，个安尼过去，所以这腹肚变做无完成的一张图吼，但是没有完成就是持续性嘛，就有一个更好的联想空间。这腹肚到尾吼。阮讲交信遐讲关键迄个顺天首长倒去台湾吼，是一个抛砖引玉吼。因为真相参我足好嘛，所以我到尾伊嘛参我讲到尾嘛，甲洪水林吼，伫手内，伫真相手内2000几张的图吼，完整倒去文化部，包括这张未完成的作品。所以内底都足侪故事，我写伫内底，恁会当到尾会当家己读。咧顺天最后伫展览内底有一部分吼，是叫做棚展迄是一个鸟仔的展览，作品的展览，即个是洪南山吼，是洪水林的第2任后生。为什么较有一个迄个棚展呢？迄个棚展其实是台湾吼，阮遐尔湾吼，参台湾桃园吼是姐妹市啦。当初吼，迄个桃园尔湾吼，有一届去拜访市长含议员吼去拜访上海吼，伊到尾有参上海一个区吼，因为上海上大嘛，尔湾无遮大所以那时候用上海一个区吼，参尔湾建立姐妹市的关系吼。可是他们在 under table 吼，有一个对台湾吼足无好的一个一个约定一个文件签这个文件好像就是说我们不能。在俄版里面不能用台湾的名义或什么名义，反正有点对台湾不是很好的一个文件。继续迄个 under table 迄个文件到尾去唔知影所以台湾人足侪人去俄版市政府去抗议所以市长敲电话给我讲我敢会当用办一个展览来恢复因参台湾人的社团的一个。较好的关系，就是讲化消这个问题，所以我到尾想应该的，所以我用一个棚展棚展就是其实有一个演唱会，有一个演奏会啦，参一个实质上的展览，个展览是用台湾的鸟参加州美国的鸟做一个棚展棚叫朋友鸟啦，台湾的。台湾鸟的作品大部分我拢去找台湾的摄影鸟仔摄影的专家较出名，我要求因讲，敢会当来赞助来用提供作品来展览台湾的介绍台湾的鸟。美国加州的鸟就是洪瑞仁后生洪南山伊提供的，因为我讲我叫伊南山鸟仔仙加州鸟仔仙就是讲洪南山伊对加州所有的鸟伊翕足侪，伊嘛会足侪种啦。所以我迄个展览我用足紧的方法来，迄个音乐会有 video 恁家己会当去网站会当去看着，整个 video 的过程恁拢会当过程和演奏恁拢有当看着，迄个演奏会的背景其实我甲鸟的背景动态的背景参音乐做一个同步，有一点像现在比较好的卡拉 OK 可是那时候在20-30年前我就已经弄到这样，就是说用鸟做背景参演奏的人的
迄个对接吼是同步的，所以真趣味，你会当袂去晚上去看。啊，迄时哦，迄凤兰山伊翕的一寡鸟啊，咱讲鸟啊真趣味，鸟啊你看伊屎尿吼，其实放屎通放尿吼，咱是分开的，但鸟啊伊为减轻伊鸟啊的身体的重量吼，伊其实毋甲一空尔，所以屎尿做伙，所以迄嘛一个作，所以其实我会感觉一个展览吼，作品内底有故事性吼是真趣味，所以每一个鸟仔吼，我拢有甲藏一寡故事伫内底。你看即个足趣味，就讲迄鹰吼，鹰真趣味。你看伊迄交接吼，你看迄交接所在，其实是只鸟鼠啦。迄鹰真趣味啦，鹰吼生囝的时阵吼，母鸟就是照顾伫伊的迄个巢内底，啊公的呢，公的就去找寻这个食物，对不对？爱找到食物了，像伊找到只老鼠粒吼，鸟鼠，它会先把内脏给它清去，然后清去了后，它它就把它抓回来的，它就是要回到它的母巢里面哦，然后可是它们很 make sense 啊，伊吼飞到迄个母巢的时阵吼，它不会自己下去把这个东西拿，就直接到那个鸟仔囝的巢里面，它不会，它会在它的巢的那个上面哦开始 circle 人。开始顶悬那么踅哦，啊踅啊到观察讲哦，四边拢无啥物危险的是啥物？母鸟吼，母叫就很快的冲上天哦，然后他们就在天空上交接，它在这就在交接，就是把老鼠哦交给这个母的，然后这母的再下去这个巢去喂这个它的 baby，然后公的呢，它就继续在上面行为，呃。就是有点在看看这边，就保护说是它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危险，所以这是生态上的一个较趣味的代志。哦，你也当我可能要很快的，就像这个 hummingbird 哈，我想大家拢知影，你看伊迄吼，hummingbird 真趣味的讲吼，伊甲迄羽毛啦，什么要弄的这个 material 要做它的巢的时候，做它的 nest 的时候，伊是用啥物绑做伙？伊是可以用滴毒丝吼，用滴毒丝，然后就把这个巢吼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内底作者足趣味的故事伫内底。所以我可能爱用足紧。啊，你像鸟啊吼，养掠着鱼吼，它一定头往前面。你如果抓在尾上吼，要当它啪啪啪吼，无可能。所以你也当看，他们要抓到鱼的时候，头一定是往前面。按假鱼嘛，是为头个架了，因为架了吼，它这个才不会去卡住这个喉咙。哦，这哈密波，哈密波吼有两种的，只有 N 哪个一种唔知叫什么，好像有一种是它在生殖期就有它的红色的这个，你可以展现在它的下面就有一个红色表现，一个颜色蛮鲜艳的，所以内底我有藏着足侪故事伫内底啦，啊，故事当然拢是洪南山我讲的啊。那这一些，这是黑面琵鹭，台湾有一个，台湾有足侪人提供互我啦。啊，因即个就是黑面琵鹭的台湾，你知影黑面琵鹭吼？台南县吼有一个黑面琵鹭家族吼，因就是讲王增菊啦，因吼就有一批人吼对环保吼，对生态环保做保护，因为黑面琵鹭一飞到台湾哦，他们就会很多人就会在它四周哈，
四周保护起来，不要让人家去干扰他们。哦，展览内底，其实咧，剧展内底，实体上的展览是在顺天美术馆里面啊。顺天美术馆那个剧展里面，大概都是展出美术馆过程较重要一寡展览的资料，像廖秀敏参我作色啦，这是他早期出名的时候是太阳姐的那个太阳姐那系列的作品。我捌替廖秀敏办一个展览，参物讲展览的时阵要替伊办一个展览的时阵，伊甲我讲伊来到美国伊的作品拢互一个韩国籍的一个经纪人来替伊 handle，但是韩国人的经纪人不太了解他的重要性，所以在推销他的作品，也就是说，因为艺术家作品作者，然后就是展览就是卖嘛，那不是做得很好，所以可是因为他跟他有签合约，所以他很多早期比较好的作品都在这经纪人的手上。啊，所以我讲，他可以跟那个经纪人讲一讲看讲一个顺天美术馆因为是一个非盈利一个 foundation 是毋是会当让入一寡互美术馆收藏？所以因为要办伊迄个展览廖小平我牵线去迄个韩国的经纪人咧，为伊的手中提出高白个伊较早期太阳节的作品，所以美术馆到尾佫加增加有9张廖小平早期太阳节的作品，参近代作品，所以就是有一个典故为遐出来。咱讲到遐小可讲到盐水咯，迄嘛是一个足趣味的故事啦，因为我现在用迄做介绍盐水龙，迄是南屿南屿的方舟的船南屿是一个海洋民族嘛，咱知影南屿是咱台湾唯一的海洋原住民，然后他们建的这个这船是造型真趣味，它都有一个图腾在这边。这个图腾为什么特别讲呢？等于讲台氧画派台氧的画会了，台氧画会是台湾早期的在野的一个画会，因为日本时代因拢参加这个地展文展嘛，那台湾民间就是台阳展。那台阳展就早期很多台湾的前辈画家都在台阳展里面。那后来台阳展中国有邀台湾的台阳展去中国巡回展览。那昂水林他可能就是类似这种作品他也就跟着一起过去中国去展览。可是，在上海没有问题，在广东嘛无问题，来去到北京呢，他的作品被禁展，被拉下来。你知道为什么被拉下来？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说，这个有点像国民党的党徽嘛，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好像太阳红的，他说国民党包围国民党包围共产党
袂散了，就把它这个好像是在影射什么，就把它进展，让他的作品不能在北京展览。所以那讲趣味的讲，这个中国的最大的问题，他对这个文字艺啦，对上面这个政治上的思考方式，其实跟台湾现在是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我捌听过有人的讲法，就讲，北京吼爱国啦，啊上海养国啦，治国，啊广东卖国，广东啦。所以哦，等于讲他其实在中国的省份哦，广东、上海、北京，其实他们思考方式也不太一样。这讲到食里饭哦，顺天首长有出了本足重要的记录的画册哦，就是第一册、第二册，迄是食里饭哦，啊，像熊书也是编的，迄是孔王博士吼邀请这个食里饭替伊 edit 的这出版迄两本册啦。我参像孔王博士熟悉的时阵吼，伊都在准备出版第二册。所以我看吼，伊其实孔文博士有两个愿望啊。第一愿望就希望甲科学中药吼介绍入去西方的医学界。所以做个基金吼，就是因为去推动科学中药入去西方的医学界吼，所以做个基金拢用掉去。所以啥美术馆无钱，就是因为基金作者拢囥入去推动科学中药入去西方的医学界。啊，像我才熟悉迄阵吼，伊都在准备迄个展览吼，伊先出版中英文的医药的药册，都有50-60本。啊，因为我看吼，伊迄阵身体作捌，伊嘛安尼吼，足认真吼，啊去整理第二册画册。所以孔王博士迄人真可，真会当互人尊敬。我迄食理法的作品啦，徐德进啦，这幅图吼，迄嘛是一个故事啦。因为孔王博士吼，以前开始伫台湾买图吼，啊，因为是一个学者嘛，伊虽然迄阵是台湾药政司的处长。但是顺天科学中药的迄拢是我头有讲，拢是乌里桑乌巴桑的经验嘛，看好人文儒术的经验。啊，当然钱项嘛，拢伊咧管理啦。因为孔王博士吼，迄阵开始收藏图吼，足兴啊。啊，定参伊的秘书吼，定两个安尼钱庙摕吼，啊，就安尼为偷偷走去画廊啊，较会去拜访艺术家啦，就去买图。啊，因为看林文女士吼，我上定我讲，伊买图个无要紧，啊，后摆互我知啊，买图了后可能惊伊骂吼，偷偷有表两啊密啊，甲图藏咱个门窗骹啦，较去藏咱倒搭。啊，有我上福建拢安那福建拢是银行通知伊讲，你银行吼会存款吼要跳票，所以定定拢爱走3点半。啊，我上我讲，其实我嘛无讲主动伊去买图，但是就是但是经营者有足济困难伫内底嘛，因为钱项的调度创啥？伊讲其实到尾因家族嘛足支持孔王博士开始完成个愿望。我上讲其实伊讲嘛足好啊。伊嘛收藏一张图，这张图是徐德进的，徐德进，这张图是乌巴桑去买的，所以我讲，我敢讲比乌里桑较好，所以真趣味的，因人我嘛真趣味。这个陈金峰啊，金峰兄嘛真熟，伊早期的图吼，伊足好的图是早期这个时代的作品。伊足趣味就讲，我毋知是即北较是即北吼，有入去美国吼，有一个学者吼出版一个世界艺术的册吼，有引用
有引用这个陈金峰的，毋知我袂紧是倒一北啊，反正伊的图是收藏伫顺天美术馆内底。有一天来美术馆参观的时阵，伊看到迄张图，哇！要求我找即张图，毋知找偌久，因为即幅图吼，无得确是即幅啦，藏入去是一个足重要的艺术的画册内底，迄个艺术的画册吼，迄个画册是足侪拢藏伫迄个美国大学内底艺术的行业内底的教科书啦，就是讲指定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艺术的画册。讲到陈景龙吼，即幅图吼，即幅图我有一摆吼，伫 website 内底浏览站看到咱国家剧院吼，有一个有一个足大的壁画吼，我毋知是壁画还是真正的作品，足大张吼。内底竟然有伊的那种是左上角吼，左上角有一角内底就是这张图。其实陈景龙就是把很多他早期的作品，把它融合在一个作品里面，有点像我桃外的封面哦，等于讲我把几个作品，艺术家作品融合在变成一个封面的那一张创造的方式一样。所以这张图还有在国家剧院的左上角里面。足趣味就是讲，其实陈景龙哦，要找这幅图吼，找足久，这幅图是美术馆上大幅的，差不多我想有加百号啦，就是你看它是194乘以134公分嘛，非常大的一幅图。陈景龙的小弟吼，一摆来美术馆参观咯，发现着这幅图，看到这幅图，阮哥哥吼，找这幅图，找1、20人找拢无，结果伊毋知影这幅图是收藏伫顺天美术馆内底。我就甲因小弟讲，这幅图吼边仔那小我有损坏去，敢会当请陈景龙来小我修补一下。因为上好就是讲艺术家家己个用好好嘛。我伊讲无问题，阮哥哥安尼找这幅图找足久，伊看到这幅图足欢喜的。有一天伊个带陈景龙来吼，当然我个迄幅图吼，送去伊的工作室内底，互伊修补。修补了吼，我讲艺术家拢有艺术家的风范。伊无甲阮摕修补的钱，佮加送阮一幅图。伊讲迄孔元博士真了不起，伊的理想、伊的想法是真互尊敬，所以伊甲这幅图修补完成了后，佮加送我们一幅图。迄是秦松啦，这个秦松的那个一个作品。秦松这人真趣味啊，他就在午夜东方的那个画派，他就所谓的8大响马之一哈，圣公他的一个蛮重要一个人，一个人。伊作品足趣味，就讲有一个作品吼，我袂记是啥物作品啦，好像。这个你们自己看好了，然后它大概有很多，我因为我办展览嘛，拢有一个构想，就是讲要安怎甲一个展览，毋是讲甲艺术家的图挂在墙壁上安尼介绍，这个是谁的作品，这个是谁的作品，大部分拢有一个理论伫内底啦，就是讲这个整个展览，我想要表达的理念是啥物？这个是
这个展览是一个叫做菜地吼，参研委吼，伫咧讨论台湾艺术的参文化上的 identity 啦。啊，当然有一个看板啦，迄个看板其实就讲迄根吼，你入土伫台湾的土内底吼，啊，你要产生一个接机的文化，要可以继续有一个新生的文化 identity 出来。啊，背景是蓝天吼，就是讲蓝天绿地吼，你爱包容，爱包容私下吼，咱台湾的较会当走生北新野，爱当成为一个大树嘛。啊，个作品其实是迄个展览的一个看板啦。啊，壁迄图吼，啊壁迄画，迄是纳米画的啦。啊，这个东西是我加上去的。这当然，我一开始也不把它当成作品了，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展览的一个很要表达的理念的一个看板，这就是一个的一个开头看板。不过这个因为是就像我讲的，就每一个展览拢有一寡故事，拢有一寡高潮，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peak。就是所以这个作品呢，这个后来当成一个作品也是加在这个顺天收藏里面，因为这就记录很多发生过的一个事情，一个过程。哦，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作品在里面。这个是郭伯川哦，当然迄真趣味就是讲。孔元博士因为伊足早期吼，伊足早期去收，因为上早期去收用台湾前辈画家的图，虽然台湾前辈画家的图即马足贵，但伊当初收无遮贵啦，啊所以会当收遮侪前辈画家的图伫迄个顺天收藏内底吼，非常了不起。啊，当然迄是时空背景的造成这个因素，所以顺天收藏为什么会有很大的 value 在里面？但是吼，也无得卡伊受到，拢一定受到伤的啦。像讲以后到尾啊较晚期收的时阵，嘛无伤了。所以甲赵先生讲吼，你敢知影迄吼？你若看迄。看迄吼，迄世界场啊吼，足贵的。朝鲜讲迄靠，迄差无偌是讲，你个一粒莲雾吼，鸟雾吼，台南腔叫，我是台南人，所以叫做鸟雾啊，我毋知别个县市莲雾较是啥物。伊讲一粒，毋讲3万块来讲，你甲算看几粒？一粒、2粒、3粒、4粒、5粒、6粒、7粒。你讲一粒3万块，7粒个。37221万块，这2粒吼烧送的，其实嘛无俗啦。迄个王双欢，当然台湾到7、80年代开始本土运动开始当然本土运动是为文学开始的，但是台湾的艺术界嘛产生很大的影响，不管外省的。当然，即马讲外省是无讲足好啦，就是讲，第二梯次的移民过来台湾的吼，因足济开始咧7、80年代以前吼，开始有本土运动嘛。那台湾伫台湾的咱讲本省的吼，较好讲啦。画家吼，大部分开始回归到民间。画作者咱民间过去台湾民间内底故事吼，像庙事啦，还是啥物吼，用起来做表达。但是第二梯次的移民哦，从外省的移民哦，艺术家吼，他们也开始从一个很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个进入民间，他们也是在台湾找到另外一个生命了。所以你像吴豪，他也创作很多版画也都用民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是小丑啦，什么，这个就是过程啊，过程他们就是很多
画水墨的哦，也不再画山水啦，开始也就用台湾的乡间民情哦来做创作，所以这是时代造成的一个也在台湾发生的一个艺术运动，叫本土运动。哦，这李泽藩是李远哲的爸爸啦，啊，所以那时候我这在记忆展也有一个 theme 哦，因为我把很多过去发生的比较重要的展览哦，我都再重新整理出来，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水墨加菜哦，就是说水墨的运动其实不是伫中国伫台湾发生的，所以这个可能你们要到里面去看。当然，水墨运动呢，都有一个加菜画吼，加菜画水墨加彩嘛，所以加菜画吼，加菜画是台湾是足重要的一个过程啦。加菜吼，一开始是讲加菜吼，本来是哦，那应该哦，先互恁看迄陈俊啊、郭雪芙啦，哦，林玉山啦，哦，林之助，讲到加菜吼，加菜其实是刚开始叫做东洋化了。啊，东洋化其实是有历史上的见证价值，因为应该讲东洋化是，应该是安尼讲的，因为唐朝吼，伊个工笔画吼，爱加菜，工笔画爱影响到，唐朝文化影响到整个大东洋嘛。东洋不是指日本而已，它是整个亚洲都受到它的影响，所以叫做这个叫东洋化。啊，伊其实是用那个加吼，加就是讲用。哦，像鱼胶啦，较迄种动物胶吼，做连轴剂啊，用材吼，就是用矿石，矿石有足侪种无共种的色彩啊，磨成油的粉吼，然后沾这个胶吼，一层一层的涂抹，所以一个加彩画吼，一层一层涂抹爱画足久，而且是一个工笔画嘛。那其实它是一个唐朝对整个东洋影响的一个画派，所以叫做东洋画。但是后来就因为蒋介石国民党过来到台湾的时候，啊，蒋介石带一大批的那个中国大陆过来的一个艺术家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台湾的艺术家吼，伊受到日本教育。啊，东洋画，而且东洋画在那日本时代算是比水墨画的分量还重啊，所以过来的产生一个第一次文化上的一个冲突。一个刚刚讲中国大陆的画家刚讲你数典忘祖，你怎么把东洋画当成国画？所以东洋画就被摆到第一次湖展的时候。省展呢，还是省展的时候，应该是新店，就被摆到这个国画第二部，就比较不入流的那一部，所以就对台湾很多教材画的画家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就像林玉山嘛，呃，林玉山呢、他本来是画加菜，然后他后来就转到水墨。然后画水墨，因为画加菜的画家，其实水墨的那个功力是很强的，所以很多人都啊，你水墨我嘛会晓画，我水墨我画，所以林立山到尾画虎吼嘛足出名啊。啊，你也能看到因足济吼，还有画鸟啦，像其实这已经不是胶彩了，这已经是水墨了。所以你也能看出讲这个文化上的冲突已经造成整个画派的一个有一点转变。那林之助呢？林之助那时候就觉得说，你加菜为取这个胶彩画起名哦，取代这东洋画哦，是有历史上的见证的。最主要是林之助刚刚讲，既然东洋画哦有这么大的冲突，其实世界上所有的画并不会用国画啦或什么来代表嘛。你想水墨画叫做国画，其实应该直接称呼为水墨画。嗯嗯，
的比较 make sense 啦，所以从油画啦、什么水彩画，这都是用材料来当这个画派的一个分类嘛，所以他就把这东洋画叫做加彩画，所以加彩画是为林之助提出的，所以叫加彩。加就是讲动物胶了，伊叫彩就是矿石嘛。哦，这连支柱的，你可以看是叫工笔画哦，一层一层涂布的，然后你从旁边看哦，你会看到有一点亮亮的，因为它的彩是用矿石哦去磨成粉哦，那有时候这个粉比较矿石不是磨得很完全的完全很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闪亮的那个那一种光辉。所以当然在这图片上你看不到，如果看原来的作品，你从旁边看到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亮亮的，那就是矿石磨成粉的那个光线的反射。那林之助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心境上哦，在表现上，有的人就直接往水墨那一边发展，就像林毅山，他就开始用水墨，纯粹有水墨去表现。那林之助那当初就有一点想用水墨跟嘎菜哦混在一起去表现，然后在画风上也不一定是画或者花鸟啦，或者仕女啦，为为比较说这种应该说比较软性的主题了，就是说为花鸟啦，为人狼啦，所以它有一点再加入一些西方创作的元素在里面哦，然后抽象派啦、几何风格派，反正就是他就开始有做一些加入很多创造的理念了。那他这个也是用水墨，有一点点教材了。林之助也不晓得这个作品在我们里面，后来他来我们美术馆演讲的时候有看到这个作品，他知道说这个作品也是在我们的美术馆里面。这个作品是蛮重要，因为它可以展示台湾艺术运动的那个时代背景一个构成一个很好的佐证，就是洗身舟。就挺灰嘛，肯定就是讲，哎，挺灰应该翘开，不应该是往下落的。可能这个花已经到开了一个阵子这个挺花还往下垂，陈静辉啊，那就花，这个这个已这个已经有一点进入水墨了，就水墨加嘎彩啊。那么谈到这个水墨加彩就是说最把在台湾有产生一个新艺术运动，这个余承尧是外省籍的画家画家伊作趣味的讲，伊食到七八十岁啊，他本来是在这当兵的，然后呢，七八十岁开始画图，结果台湾给他另外一个生命，这里面我都有写这个故事他创造一个青绿画派，因为水捌大部分拢黑白嘛，我讲黑白画，我唔是讲台湾话讲黑白画种，就是讲它是用黑然后留白水捌的，所以水墨经过这几千年的演变，当然它的分量很重，它的造就也是很深。可是问题是在你画几千年，你还是同样在画那些东西，就不太不太对了，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创作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嘛，你不能一直在复兴，你要创新才是，这要拿捏也是要做一个平衡嘛。那余承尧在台湾，你看台湾是一个波的，所以付给他们第二个生命，所以他这个七八十岁的人开始画国画的时候，他竟然创造是另外一个画派。在水墨里面创造了一个青绿画派，用青色还有绿色的很多的元素，
所以好像谢丽华有把它归入到一个青哦，他们绿色的一个画派。当然，在那时候，这个追爆也创作，也有新一代的，也有中年代啦。这中年代现在可能又进入到另外中老年代。那像于鹏也是其中一个。也就是说，他从水墨哦，从国画的那种布局啦，或什么，还有在一个里面的主题题材，已经都加入很多批判的很多西方的很多概念在里面，所以他已经这有一点是有一点像国画的布局，可是又不像，所以他加入很多，然后他用的色彩又很多那种新艺术的概念在里面。然后比较，你看他画这些东西啊，在传统的国画里面已经是超脱这个他们真善美的那种极限里面，所以他的犯错哇就已经推广到另外一个层次，所以可以讲说台湾的文化是一个融合性很大的文化，而且很多可以在艺术家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个林隆德哦，林隆我听他办一个展览，因为他是横跨三个领域，林隆德其实是台湾儿童音乐的创办人嘛，他的台湾的儿童音乐是从他开始的。那他是用诗，他会写诗啊，然后他又会画画，然后他又有歌的那个音乐的话，所以我就替他弄一个3合一个画展。阿耶威哈，他的话是有很随性的，那有很多很，因为他也算是他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他也没什么包袱，反正他喜欢什么画，用什么颜色啊，他怎么画图，他就怎么画，所以他这是一个很随性，没有束缚，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没有一个实验派的那一种主题啦，或者 icon 啦，当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很多展览哈、就像这个留白啊、林连线，这都我们 local 的画家呢。那因为我要办他们展览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找到一个很有突出的这个主题，然后我到底要表达什么？所以很多展览我都用这种方式来替他们办展览。那后来，因为我听他们办展览，他们也见证了一些作品给加入这个顺天美术馆、顺天收藏里面的，因为他们大概也是知道说，博物馆博士哦，也理念就是讲有一天遐个作品遐收藏会传到台湾人手里，所以他们大家都受到这种抛砖引玉的感应，所以他们很多都是在见证作品进来这个顺天收藏里面，所以差不多我想差不多5、60、8度5个关嘞，就在我的手。我的手的展览的那种方式，所以让他们加入这个顺天收藏的行列。这林连线的，这留白的，红通哦，讲红通那讲不完啊！你这红通很多故事，你可以看，可以进去这里面去看这个内容。红通的作品，你嘛知伊无啥，伊过身以前伊拢买袂图，伊讲迄图是宝啊。不过顺天收藏里面有他2幅图啊。有的 condition 不是很好，所以后来捐赠回去给文化部哦。那当然国美馆是以历史文化部嘛，那国美馆是后来我们会选择这个，最主要是它比较有研究的部门，研究的那个经费，还有它能够做很多文物上的保养。文化上的恢复，他们比较有这个经费或什么，所以这应该在国美馆里面的典藏室里面，应该都做了很好的修补。
所以这些都是很多展览啊，展览的资料里面，就像梅丁园哦，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还有很多像这个作品哦。这梅丁园哦，你知道70、80年代台湾的刚好，因为台湾开始开放嘛，大家可以出国嘛，观光啊，很多都有观光来到New York SoHo 的那个艺术区艺术区来对哈，哎梅丁园真趣味，他这个作品的创造哦，嘛是有故事啊。其实伊吼有一届参贾丽华，因为贾丽华迄个时阵嘛是伫苏豪嘛。啊，因为科幻博士认识贾丽华是伫美国，那像林泽雄医师介绍跟那个科幻博士讲，哦，贾丽华伫纽约的，所以科幻博士参与取得联络嘛，透过伊关系收藏制作的迄个时阵伫纽约台湾的艺术家的作品。啊，这种梅丁年的作品其实有一个故事，就是讲，有一天参贾丽华咧逛苏阿米。苏阿米的跳蚤市场，因两个人约定好讲啊，咱为个苏阿米去买一寡创作的元素材料，啊来两个人来创作，同时创作啦，就是讲咱两个安尼去耍去逛这苏阿米上，找到一寡创作的迄个 idea，迄个冲击然后就拿下来作品去创作，彼此去创作。那梅丁也就找到这个小提琴啊，或什么，然后他就创作这个作品。啊，贾丽华嘞，只听了楼梯声，没有看到人下来。我去问贾丽华啦，去因兜参与开讲的时候问贾丽华，梅丁也让人家创作了2个作品，你那时候你创造了什么？伊讲无啦，我买物件到尾拢无，唔知单位倒去啊。所以梅丁眼他就创造了这个作品。哦，迄是陈文照文照遐，迄拉米我常常拢甲开玩笑安尼。你有拉米，你有想要插别来讲无？嗯，无回答，我继续讲。这个蔡慧香嘛是伫阮附近啦。啊，讲到朱明朱明我并无收藏到伊的雕塑的作品，但是我有收到伊的 painting 啊，这有点是彩墨画了。啊，内底故事我写伊真趣味，所以恁拢会当袂去内底读。这个是他我们没有收到他太极的那些作品不过有收到他也做戏嘛，嘛是做随性的创作方式。吴先生呢，我们 OK，我们要回去，顺天收场要回去台湾的时候，我们有先到 New York 去做一个告别乡间美东的行为展。无的确内底讲有讲住伫 New York 遐的人，也许有看到这个展览。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回去台北美术馆，第一次顺天收场回去台湾第一次展览是在台北市立美术馆。那我们回去了，我就制作一个90+1的一个 multimedia 的电脑多元媒体的一个，这里面资料很多，非常多，来都有故事，来都有作品啊，这个我们都有在网站里面有 link，这 link 一下你们就可以 download 下来看里面的内容。就是这个90+1，我把这个 title 写90+1的意思就是说，从艺术的眼光来看，其实咱为艺术来看历史会当看得更清楚会当看得更加清楚。但是
虽然我是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台湾的历史哈，但是总是个人的观点的，都不是很公正嘛。所以我这90+1就是我们是有一点偏90+1，不是很公正，degree 就是这个意思。当然，顺天美术馆我们要从像为我上头的时阵，从孔文破时熟悉，进入他的梦梦内底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他把这个责任交在我手上，因为要过身以前其实我带林恒哲去引导。去看伊伊阵已经身体作歹，已经躺在这呃门床内底顶倒伫门床内底伊阵个甲因囡仔讲安尼个，但是那个伊要帮忙完成我梦希望会当以后会当做伙来完成伊的理想。那后来就有这个顺天美术馆的成立因为这只要可能人物什么是就是关键人物啦，伊感觉伊嘛应该来完成因新生的梦梦，所以足支持来建立美术馆。但你到第二个阶段你要圆这个梦虽然呢，阮伫顺天美术馆你是帮尽量介绍台湾的艺术文化做一个桥梁来帮助伫台湾的艺术家。但是毕竟上，阮伫经费上啦，伫啥物我定定讲我是校长兼讲经啥物拢爱家己做啦。我嘛较习惯独立作业啦，所以袂晓我就学，所以我学啥物拢会晓，就是因为嘛有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训练。所以进入到，当然你经营到一个时阵20、30当了，你路要继续行也是真困难啦，因为你不可能一直下去大家年纪嘛大尤其焦新兄伊嘛感觉讲，他伊可以做得到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入这个第二阶段？所以第二阶段还是进入这个圆梦这个阶段当然，第一个阶段是为廖继顺鼓励孔文博士来收藏台湾迄个收藏，所以为爱开始嘛。但是你要圆梦其实嘛足困难啦。其实我伫正已经有开始有一个接触的进程一定我倒去台湾常常去去拜访去探索有啥物机会当然，起头我有足侪构想啦，感觉讲你收藏个伫美国你要台湾要来外国办展览收藏为台湾文过来经费各方面足大既然这收藏伫美国，是毋是应该留到美国来做工？来做变成台湾艺术家一个资讯中心，会当甲迄个作品外调互其他的美术馆来展览。开讲甲迄个美术馆变做台湾一个海外馆台湾所有美术馆会当来共用这个美术馆当然有迄个构想开始，我倒去台湾去运作，结果发现非常困难。我去拜访足侪人为国民党时代到民进党到福建你资源要下来害我足困难。然后这又涉及到外交，涉及到文化，涉及到好几个层面上，所以到尾我们就决定说，既然推不动，那我们干脆就完成这个孔王破水的梦交到台湾交到台湾人手里，但要交到去，我们不是就捐赠回去给一个美术馆，那你？这个在意义上没有太大意义，而是说我们利用这个顺天美术馆、顺天收藏捐赠回去，可以当这上面讲，会当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讲上帝做工诶，当然可能朴实家族哦，因是一种虔诚诶基督徒哦，因上帝相信上帝做工嘛，啊真正上帝做工。迄有一工吼，台湾书院吼，苏报兄吼，伊去拜访礁溪遐诶教会。啊，教会牧师甲讲，哎，你应该去顺天美术馆看顺天的收藏啊，创啥？哎，可能嘛是打开始是一个礼貌性的拜访，讲好啊，欢迎你来。哎，来阮美术馆开看迄收藏啊，像我开讲，我讲较了解讲，哇，迄个收藏是遮庞大啊，阮有足大的愿望伫内底，所以我讲书报他很快就把私自通报回去台湾哦，回去文化部，啊，迄个文化部当初是文化部长郑丽君嘛，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第二阶段哦，第二阶段就过程故事真趣味啦，因为我对台湾走拜访足侪所在，我去台南美术馆啦、台中啦、台北美术馆啦，啊，开始讲去文化部去创啥。我是台南人，啊，所以当初我会感觉讲，啊，你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那个台南，因为拄好要建立迄个台南美术馆嘛。所以我也刚刚，也许我们第一个观点是，也许是雪中送炭可能比较好一点啊。所以我第一个接触，我那个要促成那样代志，其实我第一个 open 的窗口其实是台南美术馆啊，迄阵有参赖清德吼见面啊，做伙食饭啊，有提起讲起，但是迄阵我还是在试探性的，试探性讲安怎做较对。但我讲台南，伊个问题讲伊打开去建的，啊伊个资源其实嘛毋是讲不是讲资源的问题啦，而是说我还是找不到说这个东西捐赠回去，它能够push 出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响应出来啊，所以我只是拜访性，只是了解说有opportunity 跟 possibility 倒当。倒来到个倒转来美国，站多个书报商来拜访阮的美术馆，啊把迄资料传到去台湾的，传到有文化部啊，郑丽君是当部长嘛，啊郑丽君伊真有心啦，伊一个个感觉讲哦，迄代志大条哦，伊个随派迄个。一个随派迄阵高美馆的馆长是萧宗煌，啊，参迄个萧大侠吼，就萧雄瑞吼，伊个一阵啊带几来人就过来阮美术馆拜访，捷足先登个对了。啊，阵我第一个见面，我有讲。哎，我先给你每个人一瓶水哈，我们先君子之交淡如水，然后等下吼，来阮厝里吼，啊啉寡酒吼，啊大家变成酒肉朋友，大家把心胸打开的时阵，咱讲心内话，啊咱较未来真正的话题，当然是开玩笑了。所以我甲伊问讲，我捐赠回去国美馆。哦，意义在哪里？当然，我讲国美馆有台湾上好的，因为是属于国家级的嘛。像咱台北美术馆啊、台南美术馆啊、台中美术馆哦、台中一三八北有美术馆，国美馆嘛，国美馆是属于文化部是国家级的，所以其他的美术馆拢是市政府的，啊无开讲像台南迄是 foundation 的经营模式嘛。所以那时候还一开始还不是很 convince 我们哦，讲要安怎做，但是到尾啊吼，有提出讲，嗯，台中有一个
足重要的建筑物吼，我想袂紧啥物建筑物，迄阵因到尾到尾伊提出讲萧宗煌吼，馆长提出讲啊，因想要当迄个所在吼来铺是做一个台湾现代馆，还是啥物馆？那迄阵我感觉爱趣味哦，阮老迄个顺天修宗，因为上重要一点就是讲。每一个美术馆哦，因为台湾的美术馆拢是杂菜面啦，逐项拢做，但是咱台湾无一个台湾现代美术馆哦，就是讲完全为台湾的艺术的运动哦过程，啊像未来有一个连贯性的当代表台湾艺术文化的 identity 的一个美术馆。所以呢，我讲顺天修容会当倒去台湾吼，会当推动出台湾现代美术馆，迄是一个足好的因素，所以阮愿意管的，所以阮会当像赵先生讲的抛砖引玉，会当 push 出一个更靠有不是捐赠的那个纯粹捐赠那个意义，而是说因为借着这个顺天修容爱的。纯粹是纯着对台湾一个爱心的迄个感应的，让互台湾人了解讲啊，咱其实台湾应该大家牵手起来咧，为共同为台湾的文化建立咱的 identity。所以建立台湾台美术馆是一个足重要的因素。所以阮感觉啊，应该后安的话，阮会当入去进入第二步来考虑。真正甲迄个修藏吼，关到台湾来促成这个台湾现代美术馆。啊，所以阮开始有一个引领秀的同意的讲，啊，阮会当更进入第二步。啊，所以因个足欢喜，就会个向部长报道讲啊，阮有可能有意愿。啊，我对台湾拜访哦，去了解整个情况。啊，我有为台湾台北到南部安尼行一遍吼，啊去拜访一寡前辈画家啦，李梅秋哦、陈仁波啦，因的家族吼啊，一寡人吼，我发现无讲遮单纯啊，因为台中个所在吼，因要换要起做台湾现代美术馆吼。足侪台湾前辈画家因并无同意，因感觉可能迄个规模阁上小啦。啊，第二地点吼伫台中，上好是伫咱的首都台北嘛，所以因有一寡意见伫诶，所以我倒来，我了解情形吼，我小可按下，所以我倒来了后，我写一个不像公文的公文吼，互郑丽君。哦，甲讲，阮的想法是安那吼啊，叫伊出手吼，我叫请出，最后我是叫伊请出手吼来做下来牵手牵成迄样代志，啊，所以个开始发展出讲，阮开参郑丽君吼，产生足大的交集，啊，到尾促成这个事情。其实是安尼啦，其实郑丽君吼，伊收到我予伊不像公文的公文哦，因为我不太会写那种正经的话，讲一寡正经的话，我喜欢用一个比较感性的东西来写，所以我予伊公文嘛是足感性化，所以伊个敲电话互我讲。哦，安尼伊真有意思，伊真有想要去更深一步来了解，所以在中秋节那一天哦，他就是自掏腰包，就自己掏腰包就带了一些人过来拜访我们，讲有心啊，所以当然台湾拜访那阵吼，我们要签这个蛋书哦，签这个合约吼，签这个那叫什么？就 initial 的这个同意书哈，一开始我还是有一点
犹疑了，因为我们最重要是要有这个收藏见证回去的也意义都爱去了解。啊，所以过来站啊开始就拜访啦，啊开始就小可有讨论啊，开始整理遐资料迄站，其实一整天是蛮忙碌的啊，所以到尾啊傍晚无下午的时阵，我讲啊，大家拢做啊足忝哦，啊我带恁来细鬼洗洗吼，大家放松一下。然后我就跟珍妮讲说，我带你到我们的拉古纳碧景那边哦，去看夕阳西下，要加税嘛，哦，然后台湾书院的人就说东雷音嘛，较正经的。然后因为我的车子是 pickup 嘛，我的车子是 pickup 哦，然后他说啊，你竟然要用 pickup 来载我们部长，我拜托我的 pickup 我是我的 pickup 是加长型，所以加舒服嘛。其实有一点是 sport 的那一种 pickup Tacoma。anyway，我就开着我的 Pickup，就载个郑部长哈，还有他2个秘书，还有台湾书院的朱莉啊，他们也郑部长的秘书，我们就到了 Laguna Beach，然后就发生了这个逆光的故事。等于我就带着他去看夕阳西下，然后郑丽君就跟我讲说，这这个你知不知道夕阳西下哦，最后的一道光是逆光，因为这逆光在法国有一部电影哦，就在讲这个 Green Light 的一个电影，就讲到这逆光哦，在太阳西下的被落那一刹那哦，产生的光是绿色的。然后这个绿色，你如果能够看到最后的那一道光逆光的时候，就是你会找到自己的期待幸福。我很浪漫呐、那我们就真的已经在很好的地点，在呃，在一个 resort hotel，那个是开放的啦，在那个很美的一个山崖的那个上面哦，来仰望这个夕阳西下。然后这个太阳哦，这个夕阳快要落下去的时候，刚好有一片黑影飘过来，就从中间遮住了。那我们就想，哦，糟了，就这片乌云竟然把这要夕阳西下那个太阳哈、哦，这个落入的那个遮住了。结果我们竟然看到两道逆光，因为他要下去的时候，刚好这个黑影过来的时候，那是第一道看到，然后后来我们那个黑影飘过去的时候，它真正落下去，在地平线下面，我们又看到第二道逆光，所以我那时候就笑说啊，黑是天注定了，开绿灯吼，所以让阮的水牵手吼，甲顺天修总看到台湾，所以才会有这个逆光的故事出来。讲的嘛，真趣味了，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这个逆光是一个很好的 sign，那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故事，因为本身的这整个收藏的见证回就这个展览或什么，应该涵盖到很多爱心的故事，除了爱心的故事，也应该很多高潮嘛。所以创造故事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构想，所以我希望把整个过程创造很多故事出来。所以其实我设计这个，当然我们就开始把这捐赠的东西要捐赠给台湾，捐赠到台湾就签这个蛋书嘛。所以其实这个聚鱼展也是一个大家都变成一个见证，所以我会把这个聚鱼展变成一个流动性的，把所有的记录变成一个来龙去脉，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记录。除了展览，还有很多故事，还有很多过程。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淡书，就是说这个收藏回去是要我们有历史上的使命。
虽然我都没有要求什么，我们做阿萨也要签了，我们什么都不要。可是我们要创造一个台龙这一个见证，所以这个聚鱼展本身大家都变成一个见证，就是一个淡书的一个见证人了。最后的展览吼，阮伫顺天美术馆最后展览的最后一幅图吼，我用梁光兄吼，我讲了对，毋是叫梁光兄，梁光兄的后生吼，这样的作品，因为我感觉。文化吼，还艺术吼，其实上重要就讲每一代都有他创造家己时代的原理啦。所以台湾的以后的前途或的整个发展哦，是应该新的一代来做决定。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经验，把我们的努力给吼，然后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参考意见。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第二代哈，不是第二代，讲新的一代哈，他们是应该自己做决定，来决定台湾的前程的。所以，可是最重要是一个国家哈，一个国家的 identity 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文化，要有一个不是独立的，就是说你要有一个 identity 的文化，你才能够让人家知道说你这国家的面貌啊。所以我会用，因为梁根兄的后生吼，伊是这边应该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然后他是我见到这年轻一代的台湾话，当讲较好的，当对台湾的文化、台湾的过去让有较深的了解，然后他又受美国的文化，所以他要想表达的东西，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啊。所以我用他的作品，当然我鼓励他，当然我跟他谈的时候，他们也把这样的一些作品见证加入这个顺天收藏里面。诶，梁光兄，你敢有要对恁后生的作品做一个介绍？我想这嘛是一个机缘啦，吼，会当讲伊安尼，因为吼伫美国做一个亚洲人的画家吼，要有机会安尼去展览的作品吼，即个机缘嘛是爱靠机缘啦，吼。其实伊即幅图吼，其实伊是收伫伊咧结婚的时阵吼，伊伫迄个结婚的现场办一个画展啦，吼。其中即幅图吼，就是伊其中的内面的一幅啦，吼。即幅图的创作的背景就是讲吼，伊已经大汉啦，吼，伊要离开伊的当年啦，吼，所以伊有用即个伊咧迄个结婚的迄吼，恁遮可能看袂着，我遮即个啦，我念互大家听啦，吼。伊是写一张批，即张图吼，伊的作品是叫做 Dear Childhood 啦，吼，就是讲我可爱的童年，要甲迄个可爱的童年吼，要 say goodbye 啦，吼。我加减我有甲伊翻做台语啦，吼，所以我小可念互大家听一下吼。我可爱的童年吼，行伫长大人的路径，我心内充满欢喜、兴奋，甲毋甘。到当要真困难了解，要出发人生的新路程，所必须要做的，就是离开你。永远袂记得细汉伫佚佗的情景，伫沙发顶面跳来跳去，因为咱爱刀闪火山步伐的喇叭，做忍者抢海贼船的珍珠财宝，搁迄边掠着一只仓鼠，互妈妈惊甲要死，爱洗一点钟的手。有真侪记忆爱要珍惜，毋过伫我头壳内有另外一个声音，
虽然我无爱离开你，但是嘛无法度，我一定会继续大汉。总是你嘛知，我有拄着一个真水阁美妙的查某囡仔，甲伊做伙真心实，我要甲伊做伙去探险。是的，是的，我可爱的当年，即马着爱离开你。我会甲咱汤甘日甜的爱情刻伫我的心里。这是伊写的写的一首迄个诗啦吼。啊，这嘛毋是诗啦，算讲一个 artist statement 吼。所以伫关乎即个顺天美术馆内面吼，遐有200少年囡仔有无？吼，一个少年家，啊，甲一个少年姑娘吼，啊，因穿的拢是穿一个风衣，较上伫迄个正式的即个衫吼，但是衫的顶悬吼是画2个较蠓牙的迄个囡仔啦吼，啊，所以表示讲啊，虽然因安尼已经长大人吼，啊，毋过内面的心吼，抑阁是安尼诚少年的，抑阁囡仔的心啦吼。啊，阁有一幅迄个有一个那蠓牙的囡仔吼，啊，坐伫一只虎的顶悬吼，啊，迄嘛是咧差不多咧描写吼伊的迄个快乐的童年吼。啊，其实是为着要悬遮个图的时阵讲，当然这是遮个图差不多拢较属伫讲伊较 personal 的迄个滋味上啦吼。啊，总是想到尾啊，伊会感觉讲啊，到底是要表示啥物款啦？所以到尾啊吼，伊为着要悬即几百图，伊佫画100图，迄幅图就是有一个少年人吼，伊挂一个面具啦吼，啊，派一支刀啦吼，啊，刀顶头是有一寡原住民的迄个图案吼，啊，后壁是一个墙啊吼，啊，弄啊差不多弄啊强要破去，啊，后壁是像即种的战魂安尼啦吼，啊，所以迄幅图的名叫做 corner 啦，吼，用英文写做 corner，corner 就是讲到尾拢去互围甲拢走无路，我无反抗袂使啊吼，啊，所以用即幅图来，可能嘛是较属伫讲咧表现着讲，美国的亚洲人吼，还是讲美国台美人所拄着的文化上的困境吼，所以就是到遮来，互逼甲无路啊，就爱家己去找一条新的路吼。啊，所以检采即个情景是伫伊表现伊个人的伫美国的即种的想法吼。啊，毋知迄个转去台湾了，变成即个图要哪去解说吼？我想是随人随人的情景啊，随人的领受去解说吼。啊，我着这是我对即几幅图迄个粗浅的理解啦吼。啊，希望讲伊即幅啊，其实要悬遮个图去吼，因老母真毋甘啦吼，因为伊有一寡迄个历史的迄个吼，变做讲安尼看囡仔大汉吼，啊要甲伊放弃吼，啊，所以是即个风吹吼，你甲看吼，这是伊先仔较会用风吹，我捌含伊甲问过啦吼，伊先仔较会要讲用风吹来表示吼，伊就是讲要离开即个当年吼，伫遐咧到底要甲放弃，要甘伊的当年说 goodbye 还是无吼，伫遐咧踌躇啦，吼啊，所以伊即个风吹毋是伫天顶咧飞吼，是拄啊好要离开迄个时刻吼，啊，伊咧画迄个时刻的即个迄个 moment 啦吼。哇，今仔日安尼，我用伊幅图吼做尾啊吼，最主要是讲伊伫这个路里要行家己的路吼，要找出家己的 identity 吼，啊，同款台湾的前途其实决定最后决定嘛是新的一代了，他们要自己决定家己的路，虽然是真困难咯，但是台湾语行语清楚嘛，所以第二代嘛爱开始伫文化上吼，会当建立一个较清楚的 identity。所以幅图对我来讲是足好的一个timing
关闭来，嘛让自己做会结束，然后就有很多的期待在里面了，哦，可比你会记得吼，你有一遍邀请这样去恁兜迄个沙龙吼，嗯办做一个演讲啦吼，伊就是放700图啦吼，嗯分享700图，我会记得你甲问一句话啦，吼，伊讲嗯搁落去要创啥，搁落去要创啥，搁落去到底是啥物款？其实即个伊到尾无歹剑100图吼，我想是伊一个 answer 啦。伊700图我拄仔有看着迄个国美店吼，伫台中迄个国美店，伊摆伫一个倒迄个角的部位吼。拄仔顶2礼拜迄个张国雄你毋知熟悉无？伊算讲一个画展吼，迄个伫台湾即马咧算做讲，迄边来讲做赌神，就是咧做要哪讲？咧做介绍的人的时阵，伊拢用台语讲吼，讲介绍甲诚好，所以我是感觉迄嘛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展啦吼，加减开始有对台湾有一寡影响安尼。介少100度是表示着讲，咱到遮来安尼，你无奋斗袂使啊，还是讲无钱袂使啊，安尼吼，是个鼓励的作用啦。好，咱搁继续落。所以其实这内底足侪感言啊，足侪意义的背后意义存在所以有一寡记录的我紧紧互恁安尼看过啦。伊迄是第一届迄个书报迄个张书报的台湾书院来拜访阮的时阵所以伊我讲书报店伊是册啦报动物的迄个报我讲师资通报对于这个文化部开始进入这个当然。焦信亚他们太太员工一起上帝做工所以我们就顺势去进入这圆梦的阶段了。所以我就把很多照片稍微做一些，把它弄得比较图画性的，然后做一个记录了这些都他当初到我们美术馆去参观的时候。迄去阮二万的台口应该足侪人拢有熟，这萧中煌伊个馆长嘛，一张那时候的馆长啦，这萧雄瑞嘛这个是书报兄，这叶冕是国立美术馆的收藏组的组长。那这当初的一些记录了这是在介绍我们美术馆的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我说这一间丝绦腰包来阮美术馆的访问的第一次访问的一些记录的照片。那后来我们我刚才讲说，在台中的周厅呢，他本来是要用周厅来改变做那个台湾的现代美术馆嘛，所以我当初的构想是想推动那变为用这个，可是台湾前辈画家的意见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后来因为林佳龙市长。市长选举那个卢秀燕，国民党的卢秀燕市长，变为市长嘛，所以这个周厅的案又被搁下了，变为他们就不赞同，就变成台湾的现代美术馆。那再加上台湾的艺术界这个全面画家艺术界，也觉得这个馆太小，所以
现在就在持续的在进行，说是不是台湾现代美术馆还是会推动出来？那这也是顺天美术馆这个收藏捐赠给文化部的但书嘛，就是要推动这个东西。这是在昨天的时候我回去嘛，我讲侥幸遐吼，足久毛啦，叫伊出面，伊拢无要出面哦。啊，伊到尾无法度，我代表伊出面啦。其实我们两个都应该出面的，可是他就不出面了，所以我就出面去做个好康的。啊，伊看看，他知影哦，场面遮大，伊应该在历史上也做一个见证，可是已经过去了。那当初这个蛮大的一个场面呢，很多台湾的谢丽华啦，这林佳龙啦，这大概都一些谢丽华在这里了。哦，这个是陈澄波的竞赛的款，竞赛的后生啦，伫大学的教册，就是这个。这廖修平啊，这林佳龙，我这些照片哦，这些照片都是他们提供给我的啦，然后我再做一些 filter 的处理，所以看起来比较不像照片，比较像一个作品这样看起来比较顺一点。这就是顺天美术馆最后要回去的时候，先到这个 New York 的台湾的办事处其实就是那个大楼都是买下来了嘛，那下面就有一个展览场所，电所，这个是在那边台湾的New York 的代赛大使了那一天人蛮多的。那这是美术馆在我们记忆展的展览会场，然后叫什么嘛，叫历史嘛板德，这个那时候的大使就是 LA 的办事处的处定，这是当初的记录了。所以我比较跟记者讲你要拍一些这种大家观众在看的那表情啊，讨论表情，那比你拍照照的那个照片还有意思嘛。这是阮后生啊，伊足气的，伊记者甲访问伊讲伊拢唔知我创啥，所以我就来甲我骂。我讲你无要了解我，那是你的代志，我是 open 啊。阮太太啦，我拢甲叫高个，伊90生的。这个枭雄来讲的，伊做讲咱台湾的名嘴，讲伊个广告，伊个讲艺术那小些表演，我讲这是他的表演艺术。然后我再跟他讲这个跟谢丽华那个去耍米然后他有创作，谢丽华没有创作，他看的还蛮深入的。其实因为我们有很多团体预约嘛，那后来有一些，因为顺天科中药它的药厂有很多针灸医师他们会来拜访嘛。当然针灸医师内底足侪大陆的足侪中国人嘛。因来一开始我要介绍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他大概也感觉到说这个台湾意识很强，因为一直在谈到对台湾的爱心创啥。到尾
我更较有画虎兰啊，参影咧拖啊，甲牵捉，遮无的确是，遮大部分拢是台湾人较济啊。我嘛参讲到迄个盐水龙迄个方舟吼，无讲去北京去用进展咧。所以我嘛讲我的观点，我嘛讲，我其实我没有什么禁锢啦，我还是都是讲啊，这种什么，那就打开幕，打没邀请他们那个团体来预约来参观的时候，啊，怎多有抢的负责人吼，嘛招生遐亲情表弟啦，堂弟还表弟。伊即马顺天有唱的董事长，伊嘛会感觉出讲中国人吼对迄个天性有诶，伊嘛讲啊足客气，我讲啊你莫去讲啊，你咱要做迄吼敢讲就爱讲啊，所以我嘛拢讲出来。啊，到尾行到盐水龙遐吼，我也是跟他们讲啊，我跟他们讲说，你看。太阳站去到上海无问题，去到北京，去到广东无问题，啊去到上海去到北京有问题。所以我讲有一种讲法吼，是中国人家会讲的吼，就是我头讲上海养国，广东卖国，北京爱国。哦，其实我就跟他们讲啊，你讲什么叫独立？其实中国号独立，你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属于百姓的，那不叫做独立，那就是一个山寨国了。所以中国只能讲说一个山寨王朝，是一个王朝，是一个 dynasty， 因为你们根本不是属于家己人、家己的那个百姓的嘛，这个国家根本是一小批人在散布那种王朝的思想。啊，公共伊嘛听头啊，他们也能够接受啊，所以到最后也是跟我有声有笑啊。所以我也感觉讲用卫视的观点来看足这历史的吼，应该说服性应该嘛真大啊。哦，这个是题外话，这个是团体预约吼，在讲到洪瑞麟吼，洪水麟。伊的青开吼，最重要是伊第一遍吼，伫台湾办展览的时阵吼，就蒋经国去看他的画嘛，对不？啊，所以大家才知道说，哦，台湾有一个矿工画家。啊，当初我参因后生吼，进上海南山讲个故事是啥物？伊嘛是讲，迄个时阵哦，洪水麟吼，伊嘛就他一直跟他们爸爸在开玩笑讲。啊！我看吼，你办遐好像经过来，你站就讲，迄个时阵吼，因为是无产阶级嘛，无产阶级在这台湾的白色恐怖那个时期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敏感的，因为矿工是一个无产阶级嘛，所以他们在办展览的时候，在开幕的那时候吼，伊个跟爸爸讲啊，无人来看，靠，根本无人。所以他们也是很紧张。那突然发现一大堆这个穿乌衫的人冲进来，伊想讲哇，你爸爸你要吃无鸡饭啊？结果是他清空现场哦，然后这个蒋经国就进来了哦，他们才知道是蒋经国来拜访。然后这个人是谁呢？那时候我就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在现场中，因为在顺天最后的展览的时候，团体预约的时候，我在讲这个经过的时候，就是说他在展览的时候，蒋经国就到他的那个会场里面，那就有一个人举手，一人牙手讲，我就在那里面。他那时候是高囡仔时阵，可能是初中的时阵。伊讲他那时候刚好经过那边，然后呢，探头袂去看讲，哎，内底创啥？个看那些画展，哎，探头袂去看讲，哎，内底有展览嘛？啊，怎么是这种样子？怎么这么多这个黑人在里面？然后呢，因为外口嘛有人徛掉的嘛，
外口遐个便衣的吼，大概看这一个学生囡仔探头看，他们也没有无个周记了。然后他竟然跟那些人讲说，我可以不可以进去看？然后他们也是觉得展览本来是应该有一些人嘛，因为那时候里面还有一些人，他不是把人都赶走以后，蒋经国再进去，不是，他是里面会场还有一些人。然后那个这个人就说，他问他们说是不可以进去，所以他也进去了。爱国公一入去吼，哦一看了总统底下哇，然后一国公吼，他那时候拿着那个，他那时候进去那会场有那个画册嘛，然后他拿一本画册，然后他还想说哇，他跟那有总统签名。他走了一两步，这个黑衣人瞪他一眼，然后跟我拍杠也唔敢挖去，然后看看哦，看看还是在找这个洪瑞你签名，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剧鱼展那个展览时候现场有过的故事，这个人就是一个见证人。所以我问讲啊，你本互洪瑞你签的迄个画册敢有伫个？伊讲嘛毋知等去倒，你足久的代志啊。但是嘛，真趣味的，伫现场就是有这些人会站出来做一个历史上的见证。我还我还有一次讲到李梅树的时阵哦，竟然有教会一个人来跟我讲，那个李梅树的模特儿吼，有一个模特儿吼，因为李梅树画作者台湾的俘虏嘛，伊讲其中一个模特儿吼，就是一个教会伫90几岁的，还是在他们教会里面。我那时候还想说哦，来去拜访一下，但是因为做无用哦，迄阵导览这个团体医院时阵，目一个面毋知走去倒，结果找无迄个人。这也是哦，这是林则雄了，然后我们林文哲呢，哦，这就有很多圆梦的过程呢，然后开始侥幸下，这他们到家中哦，到此一游，这个纪念。这张椅子哈，就无你们去最后个无个替欧巴桑画一张图哈。这个椅子哈，我去拜访这个李美秀美术馆哦，伊后生哈，伊讲啊，这个椅子就是当初还保留着，就是当初为控完女士伊坐一了以后，过了以后嘛关去哦美术馆这文献上的佐证。啊，打包吼，等于讲孙天秀总要倒去台湾吼，阮制作的纪实啊，所以这个记忆展就是说它有很多过程。打包纪实就是哦，他们就派团队过来把这收藏开始做经历啊，那边打包了，没有那这规划，这记录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场他们在作业的情况。就定箱了，然后到完成的时候，我就叫他们哦，这些其实我是觉得很多参与的人哦，都是一个历史上的见证，所以我也是给他们很多 credit，就叫他们要摆个姿势啊，他们完成以后，他们就很高兴了。他这个是一个打包公司哈，他他他是老板，他是专门在做台湾艺术展览的一个筹备的公司嘛，然后。台湾所有作者展览都是他们公司在负责的，然后我们就是从美术馆要把这个东西印下来，这个是顺天美术馆，因为它其实有一半的部分是村口，然后有第二车哈，我们就其实我说我们是好店兼共建哦，其实
我们都很多事情都自己做诶，这个交信兄啊，我徛伫遐。所以，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了。所以这个打包完后装箱以后，就进入他们一个货柜车哈，因为这个弄完以后要交给那个在搬运公司嘛。那这搬运公司，因为他们台湾这个打包公司是跟这边也有对应的的公司跟他们合作的嘛，这个就是另外一家公司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所有的作品装箱就装到他们卡车里面。这是他们公司，就这个东西就运到他们公司，然后打包、装箱，然后做最后的检查，然后报关，然后什么，然后就开始，这是里面他们在检验的时候换到他们仓库里面。然后他们弄好以后，我们就去拜访带他们去拜访那 Getty Museum。因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因为这个人这是 Getty Museum，他们有几个大头，这是其中一个。这个人他其实是他到台湾，好像去台南是台南哪个艺术大学他就第一个把这个修复科创立这个修复科，在台南艺术大学创立修复科里面一个教授，所以他培养很多台湾的那个修复科的人才出来。这个是在奇美了，这个修复师现在在奇美，这个是在国美馆里面。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他，他是现在也算是 Getty Museum 的几个 committee 里面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我们在那边就有一些创造一些故事，这个故事也蛮有意思，你们可以进去看。那就开始，其实台湾派过来的团队蛮负责的，就像摄影团队记录所有的过程他他这个飞机飞机从装到这个飞机开始离开 LAX 这机场的时候，哎，这是真的就是这一架飞机嘞。他就飞起来的时候，那个摄影师还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去探说这个后运是什么时候从 LA 的那个机场飞出去，然后他就蹲在那边等，然后就拍这个照片。然后呢，回到台湾桃园机场，他们一样在那边等，然后就拍这个下降到台湾的机场，然后到机场以后就开始打包出来啊，然后再进入这个货柜运回台湾，然后都有警车的带路，然后就进入这是国美馆的地下收藏室的地下，进入地下的那个通道。所以他们都有开路的了，然后进来，那进来以后，OK，第一步他们做很多记录了，然后这是那时候的馆长，已经换另外一个馆长，他后来下台了。他要打开这个以后打开这个以后要投入烟雾弹的，其实不是烟雾弹，就要投入那个杀菌的，因为你基本上那个木箱都有一些可能藏有一些 insect 或者一些特埋或什么，所以他们打开这个后柜箱的后面的时候，第一步就要投入那种烟雾就是杀菌的。就是在消除特埋，然后是那些虫的一个一个正式的程序了。因为国美馆是唯一台湾
有世界美术馆认证的一个美术馆，因为它就要符合国际的规格嘛。这也是我们捐赠给文化部国美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比较有经费做一个，因为是国家的文化部嘛，所以经费上各方面比较有研究跟展览，而且它这个国美馆这个展览，收藏室也是蛮最近较起好的，所以他投入很多钱来做硬体上的设备更新呢。哦，这就开箱，那时候开箱他们有一个开箱的典礼啊，这就已经进来到国美馆底下收藏室的一个部分。迄个科比，嗯，迄个歹势吼，因为即摆咱刷落去，确定要11点吼，要有一场日工，要用即个对，这个平台吼，会买迄个要举行一个单身约博士的纪不念，把紧，我所以表加快，我就很快就过去了。嘿好，OK，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过程都是开箱了。那郑丽健也对这个收藏蛮重视，所以他就到这个那边去看开箱的那些。这个就是收藏室，就是国美馆底下新建的收藏室的那个状况。那我们后来有回去，我跟焦信香有的约这个开箱的那个记者招待会了。那当然哦，整个过程我也希望说有较趣味，所以我那时候开箱回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创造一些故事，就找用逆光的这个概念来找逆光是什么意义，然后就产生了这一些很多台东、台南，这创造很多故事出来，这里面有很多蛮有趣的过程。那这是我们去拜访那个李梅树美术馆，然后讲到这个，我刚才不是讲到说李梅树这个熊本刚立的一个作品哦，这是第二张作品的，这就是没有完成的，所以现在还在李梅树的美术馆里面。后来就蔡总统也有去参观那个顺天的美术馆的那个。那后来就造成，后来就是，交心呀，就见证着顺天收藏，期望说有这个抛砖引玉嘛。那第一个大意就是这个洪瑞麟这个金雄哈、他金雄跟我很熟了，然后我就去跟郑丽英讲说，你这个要再出手哦。去哈根来促成这个事情，那我就到机场去接他，直接载他到金雄的家里，然后最后就同意说全部都捐赠回去嘛。那旁边金雄住的旁边尾张都必须有一个海产店，蛮好的，我探底价了，我羡慕了。那顺天展这后面是顺天在顺天的一个展览，就是第一次顺天收藏在国美馆正式的展览。那我可以很快的给你看顺天展览，他们当然有记者招待会，不过那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回去了。那后来开幕以后有邀请我们回去。哦，你可以很快的看到这他们加用心啊，加用心的摆映的展览，然后很多 program。然后后来邀请我们到总统府去了，然后就是也是参观这个收藏，他们怎么保护收藏，怎么做很多的你去头顶，那天呢，你我要洗头啦。啊。那当然，我回去我也希望说不要很
正式的那种场所，所以我就搞出一个活动，就是说我邀郑丽君啊、焦信兄啦，我们三个人就合在一起来演话剧啊，就是当一个临时导览啊，我们就变成导览员哦，带着人，然后边看图、边看作品、边说故事。这就是那时候郑丽君啊，我啊，焦信兄啊，我们三个就变成一个导览员，现场导览。哦，这是那个枭雄烈，他也给我们做一个导览。那这导览哦，那这是他颁给那个熊原博士文化部颁给熊原博士一个奖了，那焦新亚去领。这是 OK，好了，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哇，今仔日那真精彩我啊！吼，先讲一下这个人哦，这个人是帮忙我，就 Vincent 他帮忙我把这个顺天美术馆建立的，他也是费了很多心力，也算是一个 volunteer 的真感谢的一个看手人。哎，有啥问题你也当提出来问，不然我们就草草了之。口味好啊，今仔日内容真精彩吼。其实这资料吼，会当开几啊门课啦吼，伫迄个艺术学院吼来开课吼，这包括讲这图吼，其实嘛有牵涉到讲这个图迄个艺术馆的管理的一寡的美角啦吼，要怎保存吼，要怎测定吼，这美角拢有啦。好，安尼无，咱即马就看有啥物人要来迄个问问题吼。咱基本上咱就到10点半吼，咱来结束，因为来迄个 Toronto 遐爱准备讲因后场的演讲会安尼吼。好，咱即马若要有啥物要问问题的人，即马会使就好来，就是我要感谢迄个培荣兄吼，即个顺天美术馆开幕典礼，迄阵我都有参加吼，熟悉迄个培荣兄，迄钱你着送我一本迄个红水玲的迄个画册吼，所以真感谢你吼。闭幕式迄一日我也有参加吼。迄个中间我有带袂少团去参观，就是教授学会啦、画棚吼、年会吼，逐个其中的一个节目就是参加即个顺天美术馆吼，尤其是迄个尔湾姐妹市迄件代志，因为迄阵我拄好做尔湾姐妹市的迄个委员吼，所以有哪引发有真侪吼，大家拢真欢喜安尼合作，甲即个台湾promote出去。因为迄边主要就是讲迄个上海徐汇市，伊要参加即个尔湾姐妹市，伊就讲安尼台湾袂使参加，就是讲袂使用台湾的名义来参加吼。咱有千几个人联署去迄个市议会抗议吼，所以咱有成功吼，因退出去吼。所以就是讲打破一中的原则吼，毋是新话吼。对迄阵开始所以有即个培荣兄来帮咱，有即个喷赞吼，大家拢足欢喜的。所以我直接甲培荣兄迄个非常上谢谢多谢吼。今仔日念的你对头到尾的一个介绍，互我对即个人生阮一个真好的回忆吼。有差不多20-30年的即个回忆吼，都联想起来，所以非常的感动，非常感谢，多谢。好，多谢。赞成呀，嘿。要请教官咧，但是迄个贾立华先生哦，讲有做一款迄个考方元博士的收藏的顾问吼。迄个我是看报道安尼讲啦吼。你知影有即款代志啊无？伊找2本画册哦，
20世纪台湾的一寡艺术家的迄个画册吼，第一册、第二册，迄拢委托贾利法来帮忙编辑了啊。熊书美术杂志以这出版社了，因为科幻博士伫台湾哦，第一开始是会摕迄种贾利法写一本艺术的册嘛，吼，照册吼内底提到的艺术家去收藏，所以对科幻博士嘛有一个改定的方向啦。伊是来到美国吼，我头有讲讲，伊是因为林泽祥哦，林恒泽医师甲伊报道讲来讲哦，贾利法一定来伫纽约。所以嘛，透过贾利法继续收藏着，伫迄个苏荷时代吼，就是第一批是台湾艺术家去纽约个打拼的遐艺术家的作品，足侪拢是迄个时代收藏的。嘿，多谢老师。对袂？来接啊，你敢有听讲？歹势，一个陈老师哦，我想甲你请问一下，咱看过去迄个台湾的迄个国美馆吼，迄是一个展览较有展出来是一个商展馆的，有一个所在，恁若入去的时阵，拢会当去看到。是哦，伊吼，这个收藏基本上是捐赠予文化部，国美馆是文化部的附属机构嘛，就是伊管的嘛。即台中是无？是即台中是无？台中国家美术馆哦，伊是唯一的国家美术馆啦，咱讲美术馆啦，当然历史博物馆迄拢是属于国家的嘛，文化部的。伊就是咧收藏收藏伫伊的收藏室内底。我头上尾用的迄个展览迄是第一遍用收藏办的展览，展览已经结束了。但是伊开始迄个收藏开始会，互其他的美术馆来招，来整理来做展览。所以第二站的展览，照我转去我转嘛有促成讲互台南美术馆来做第二遍的顺天美术馆的展览。所以伊照了无变卦的话应该是第二遍，应该是伫台南美术馆，迄个收藏的做一个巡回展览，但是毋是国美馆整理的，因为收藏足大嘛，伊会当用找一个主题用迄个收藏做基础来办展览。即个你讲伫台南，歹势，台南美术馆敢知影是伫当时的时站？知咧，知吼。因为即马这问题就是讲咧 COVID-19 的问题是。你办展览足歹操作啦。你像洪水林洪水林迄个收藏已经倒去国美馆了嘛？伊伫台北市立美术馆嘛办了，因为伊真相嘛有几百张捐赠倒去互台北美术馆嘛，但是大部分2000几张拢捐互文化部。因那想嘛是有暂时用一个较，毋是一个我嘛无讲足了解因为照你讲，迄洪水林收藏遮大，对台湾应该办一个足大的展览嘛。可能即马拿来温生拿来像小的整理一些东西先展览。可是它大型的展览，我不晓得它什么时候，因为嘛是迄个 COVID-19 的问题你办展览即马个要去参观嘛困难啊，因为限制人嘛，嘿。敢有啥物人要问？咱个剩差着10分钟的时间。无我来介绍咱个落去的迄个节目啦咱先真感谢即个费用今仔日遮尔啊丰富变啊精彩的节目搁落去咱有关，搁落去两个有关迄个美术的即个讲座啦
落去即个吼，7月30，吼，咱要请即个洪国雄，毋是张国雄，我讲毋对吼，洪国雄吼，伊是即个一个导览人啦吼，啊，伊听伊讲是有去高雄美术馆听过伊迄个最近伊高雄美术馆有一个展览嘛吼，介成咧讲甲啥物诶，迄个展览诶名我毋知影，啊有咱一寡咱遮诶同志吼去听伊做导览，啊专程用台语啊介绍遮台湾诶美术史，啊听啊真感动，所以是吼咱真期待伊7月30吼会来含咱讲。啊，佮落去较有关含即个艺术有关系啊吼，是咱这新一代的一个艺术家吼，叫做德荣啦，啊，伊要来讲行为艺术，伊介生即马人住伫纽约，啊，伊应该是读纽约迄带艺术学院的款，啊，伊较特殊的吼，是安那咧？因为伊最近伊去参加迄个金华老师的台语演习班。啊，较有含伊熟悉，啊，伊的迄个展览的即个方式就是讲，伊用台语做元素，吼，啊做行为艺术，啊，我若无了解无毋对，伊伫台南、纽约，啊，搁伫欧洲啊，通做用即个台语的即个元素来做展览吼，我是毋知影讲伊的即个表现的方式是啥物款，所以咱来请。艺术吼，有趣味的人吼，请家记落来吼，就是7月29啊，含8月20吼，咱会连续有2场有关即个艺术的演讲吼。啊，即个勉强啦吼，7月23吼，这应该嘛是含即个咱艺术有关系吼，是要请即个陈世贤吼啊。来讲即个台湾书法的建立吼，啊，所以伊即个陈世贤伊写的即个书法吼，含即个过去有真无共款的写法吼。即边即个台湾通信30档的纪念特刊吼，迄个封面吼，迄个罗马字就是伊写的吼。啊，后礼拜咱有要讲即个医学讲台语的即个座谈吼，啊。请大家期待吼，等雷老师吼，伊要用即个一个短篇小说叫做《肺癌探险记》吼，来讲医学的 terminology， 所以应该是一个真精彩的一个一场会吼，所以请咱后礼拜期待吼。好，安尼我就甲遮停起来吼，啊，欢迎讲吼，咱搁继续落去。11点吼，过来参加即个即个纪念会吼，陈成旭博士的纪念会。啊，陈成旭伊在生的时阵伊嘛捌做过即个台湾通信伫加拿大的时期的总编辑安尼吼，啊，你后无后做替台湾东乡服务诚济吼。好，安尼。咱搁剩5分钟啦吼，咱可能到因10点半开始吼，爱开始准备迄个后场的即个演讲会，所以还搁5分钟的时间，请大家把握吼，若要问问题。纳米，好来，纳米，讲，你爱拍开哦。纳米嘛是艺术家，伊的作品嘛收伫进内底。纳米，请。我甲少多谢即个口味吼，啊。足佩服伊讲安尼，真正用伊的心吼，真正是安尼全心咧，甲即个代志甲做好足完美安尼吼。我真正足感谢伊吼，啊为着即个艺术吼，即款的奉献啦，就是讲伊嘛是无私的奉献啦，吼。看伊是受到科学园长老的即个感动，还是讲受到这赵信兄的感动 ，anyway。伊家己嘛是有即款的，就是安尼拢总的安尼合起来，才会当甲即个代志做到遮尔完美吼。多谢伊吼，哎，足配合的。我甲要讲安尼呢，呀。科比，你要回应一下无？
我毋捌听过哪名讲啊，甲地格啊，走走啊，你若讲较趣味诶，讲啊感谢，讲诶啊，你无爱听我去讲，我嘛因为经过你，我较熟悉南米啊，甲惠乡遮七八个迄个文少因遮个画家，所以咱迄个台湾的传统酒，每年拢有邀请因来甲咱做画展，所以嘛爱感谢培龙兄，因为我嘛是捌伫你迄个艺术馆内底，迄个顺天美术馆啊开过迄个台湾的传统酒 Orange County。所以伫遮做伙甲你感谢，你无爱听我去讲较济，多谢。要讲一个较无爱听的啦，吼，迄个美容，我感觉讲吼，除了你伫即个美术馆咧20外档的这安尼奉献吼，啊无算讲，你来想嘛，迄种代志其实是一个舞台啦。一个舞台，舞台咱互家己欢喜，迄上重要。所以我感觉，所以我会甲整个的过程吼，当做那创作一个作品来看待，所以家己欢喜就好。因为即种代志吼，家己要做欢喜、做快乐吼，较做会落去啦。对对。啊，无其实吼，因为你想你对推动你发展讲非常困难，因为你袂去迄个正式的官方的迄个作业程序吼，你足困难有快乐的代志。啊，我就是不按牌理出牌，所以我家己做啊足独强啊，所以赵先生听我对讲，哇，你遮济好康的，你要去倒，我拢爱倒你走。我一点除了讲迄美术馆了吼，你长期吼，你开放恁厝吼，做遐沙龙，啊，互遮个二南加州遮个艺术馆安尼做伙吼，我感觉这是算做讲嘛是足重要的一件代志啊吼。啊，另外吼，我要请教纳米吼，是非常恁会当来看会当来回答无吼，因为几工前我有含即个纳米咧开讲啊吼，啊，我是来讲啊即个活动免来介绍，啊又提起一点啦吼，伊是讲吼，即个顺天美术馆吼，伊即个剧甲展吼，有保全吼台湾美术的拼图啦，拼图啦吼，啊是毋是讲那咪你先来甲即个问题，即个问题吼，先来讲互较完整的吼，啊较来请费用来做结束吼。安尼咱就来做今仔日的结束安尼好无？啊，好，那咪敢袂当麻烦你，嘿。我想我毋免问啥物，也是讲啥物吼。我想费龙兄伊就会当甲即个做一个足完美的，因为我知影伊就是胸有成竹啦。我毋知台语哪讲，就是讲伊知影即个代志要怎做，啊，伊会晓安怎做，啊，伊认真去做，伊专心吼。全力，就是安尼全力以赴安尼，甲即个代志家创个好势，所以伊知影安尼讲就好呀。我甲佫补一句，就是讲，伊毋是干那讲做遮个吼，遮个工课尔，伊佫会足够共鼓励，就是讲，我伫上届伫高底人生的高底时候，伊做一个真大的即个鼓励的力，互我会当为高底佫浮起来，足感谢伊哈。安尼请费龙兄。对对，毋知你会加看你的价格啊未吼？我使伊歹势问啦，我佫问较详细啦吼。伊是咧讲吼，顺天嘛有即搭有安尼有意识去收藏北美的台美人的创作啦吼。啊，嘛有讲雕工，搁照年代，啊，搁照即个无共款的地区啊去收藏吼。啊，这虽然这是台湾即部分，你就较无看到，所以讲起来，我想那面你要问的问题，敢是讲伫即方面吼，咱台湾的美术是一个大的拼图嘛吼。啊，所以若是台美人即块若搁甲夹入去，会互台湾的美术美术史。更较完整啦，哈！我用安尼了解理解敢对，
台美人，像恁后生吼，迄算一个，因为台湾吼，你伫台湾因为台湾足开放嘛，大家嘛拢世界偌踅吼，所以其实因对外国的文化创啥影响嘛足大。啊，我会感觉对恁囡仔较有感觉较特殊的讲，因为伊是伫遐生啊，伫遐大汉，然后呢，伊个咱保存台语的迄个影响足大吼，就是讲当然你龙岗遐嘛藏足个心力伫内底。像阮交囡仔，即马连免要讲国语、讲台语，根本无可能嘛。啊，你对语言哦无一个了解的话，你要要去了解一个语言造成的一个文化，还是蛮困难的。所以恁囡仔的作品应该是一个正会当互人做一个研究吼，心态上的转变，就是文化上的迄个融合，可能参台湾的本身的艺术家的创造吼，有一点仔无共款啦。所以我当初会介绍肖雄瑞吼办一个艺术论坛吼，其实因为肖雄瑞伫台湾算伫艺术界吼，算因为有会办展览，佮有著作嘛，啊伫文化界吼嘛，伊的资源嘛足济嘛，伊嘛伫大学教册嘛，啊所以当初用迄个艺术的迄个展览伫迄阵，其实嘛希望讲会当。透过他的管道吼，来帮助台美啦，台美的艺术家嘛。因为你要无管道吼，你要无管道啊，无一个疏通的迄个管道介绍吼，非常困难啦。因为台湾艺术家个大家资源个抢破头啊，较有可能留啊，互你台美的艺术家，对无？啊，所以建立这种管道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台美的艺术家其实参台湾的艺术家吼，这种艺术融合的方向或看法还是会有不一样，所以其实是嘛就足大的一个研究的价值啦。因为台湾要徛出来，除了在本土的融合之外，你参外国的迄个不同看法融合起来，更较清楚讲咱后一代吼，因路要安怎行，因要行去倒档。好，多谢哦，咱今仔日精彩，无咱就差不多到遮，大家搁留落来吼，搁留落来，搁留落来听陈成旭即场的纪念演讲吼。多谢。好，多谢，多谢。谢。有影啦，拄则那米咧讲的，你是讲你真够牵成人啦，你我真好牵拖啦。牵拖你讲的即点上尾即句，我感觉足重要，就是讲咱有需要有平台啊，嘿，咱即马你无管道无平台足困难。所以咱即马即个迄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咱嘛是咧做一个平台吼，互无共款的人会当来发表吼，创造舞台互人安尼啦吼。好，安尼无咱就今仔日到遮结束吼，好，安尼好，拜拜。多谢。多谢。拄则有一个人留话吼，即个叫做 Alice， 敢是 Alice 张吼，陈张，你敢有搁伫遮？好，伊可能来离开啊吼。好，我要结束啊。